1383。玄子与官至任丞相。论曰：任唐将其事者其亲。桀瓮有而辞三命，一代汉。杨之忧人乎？2. 行参公求贤之礼，故名悦其政。乔玄立邦君之威，而西施其情。夫其力不足于，将有道在焉。三汝令其道可望，则强梁胜矣。语曰：3. 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四子贡曰：民丧千金，不失世心。习断干木于墙而必闻侯之命。5. 谢柳闭门不纳木工之请。6. 贵必有所趋，见亦有所伸矣。注一节犹构也。庄子曰：原献楚鲁，居环堵之士，桑书。而瓮有周礼一命受职，再命受服，三命受位。未任，将辞太守之辟也。注2亦曰：吕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注3乔玄之舍将其，以刀不可为，故不得以威力逼也。注4郑玄注论语云：匹夫之守志，重于三军之死将者也。注5高士传曰：断干木者尽人也。守道不是，未闻侯造。其门断干木于墙而避之。注6谢柳，鲁之贤人也。鲁穆公时，请见之，谢柳闭门而无纳。是见孟子。赞曰：离叟情深，干积辞馈。禅谓君饮之死米2，归席。边公参起途中。乔公试运，先决十雄。PG 1384。后汉书卷52。崔莺列传第42。辛浩子苑孙石辛浩。崔莺字廷伯，涿郡安平人也。高祖父朝昭帝时为幽州从。是见刺史吴与燕腊王通。及腊王败，擢魏氏御史。一生子书。历四郡太守，所在有能名。注一燕腊王旦，五弟子作与上官桀等谋乱，自杀。腊，立歌反。书小子传，王莽时魏郡文学，以明经征议公车。太保贞丰。举魏步兵校尉传词曰：吾闻伐国不问人人，一战臣不访如。是。二此举西魏至哉。遂投河归。3. 注意前书董仲舒曰：袭辛浩在，辛浩者辛浩鲁君问柳下惠曰：吾欲伐齐，如何？柳下惠曰：不可。魏尔有忧色曰：吾闻伐国不问人人，此言何谓至于我哉？注2论语曰：谄陵公问臣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祖斗之。是则常闻之，军旅之事谓之学也。注3头辞字何有过，不合应举。PG 1385。莽贤诸不复及者，多以法重伤之。时传兄发以佞巧信于莽。谓至大司空。母师是能通经学百家之言，芒宠以书礼赐号。义成夫人，今应子寿，文宣丹谷，显于心事。后以传为见心大隐，一传不得已，乃叹曰：无生无望之。是直交义之君，二上有老母，下有兄弟，安得独竭己而为？所生哉！乃遂单车道官，称疾不仕事，3年不行县。3门下。愿拟场见，传乃强起班春。4所至之县，欲案填满。5传垂涕。曰：嗟乎！刑罚不忠，乃陷人于贬。此皆何罪而至于世？遂平理，所出2000余人。愿立叩头谏曰：朝廷出政周穆俊客，又过身往，成仁者之心。然独为君子，将有悔乎？传曰：诸文公不以一人益其身，君子谓之之命。妻如杀衣，罢饮赎2000人，盖所愿也。遂称即去。
注一蒙改千乘郡曰建兴，首曰大隐。注二义曰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左传曰喜有下，之方衰也。后亦自除迁于穷时，因下人以待下政而盈于元寿。用韩卓伯明氏之产子弟也，而余邑于田，以取其国家。卓因亦是生交疾，视其禅特诈位而不得于人。交因武调反，因许既反。注三序汉制曰：郡国常以春行辛号制，辛号主，辛号县，劝人农桑赈救伐绝。注四颁布春令。注五按因案。前书因义曰襄亭之狱曰案。注六出镇魏莽即位。注七左传曰诸文公补千余邑。史曰利于人，不利于君。诸子曰苟利于人，孤之利也。人既利以孤必与焉。遂千余邑。五月诸文公卒。君子曰知命也。pg 1386。建武初，朝廷多见言之者，幽州刺史右举传贤良。传自以宗伦受莽魏宠，年愧汉朝，遂辞归不仕。客居荥阳闭门前司。者周易陵64篇，用绝吉凶，多所占验。陵中作赋以自道，名曰魏志。其词曰：家袭人之构陈兮，亦美依附之持时。二应规矩之熟直兮，过班垂而裁之。三写准或之真度兮，同断经之玄策。四和天，渠于盛世兮，超千载而垂基。吾岂修得之极致兮，将天作之忧。是注一构喻也。臣师也。注二一饮干汤，复说喻高宗。尔雅曰持喻也。因五故反。注三公书班鲁人也。垂顺时魏共公之官，皆巧人也。以喻汤及高宗也。注四准省也。或持也。真正也。亦曰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玄策由妙策也。注五义大序卦干下艮上，其上九曰和天之渠亨。正玄云艮未首，首上兼也。干未首，首兼之贤何物处？干未天，艮未进禄，天渠象也。敏于生之不造兮，丁汉室之中为。尔分泥玉以恒利兮，兮何乎以前徽？三六丙至于家门兮，王刚摧以凌歌。四离共愤以拔户兮，一着狂以自虽。五赌慢赃而成信兮，窃神器之万机。六司辅币以偷存兮，亦好逃以骤资。七皆三世之我父兮，乃迫于以天威。八起无雄僚，之为戒兮，告我生之坚仪。九数明哲之末风兮，具大雅之所积。pg 1387。10岁系亦以委命兮，受福守乎更为。11恨遭避而不隐兮，为石门之高宗。12扬峨眉于副官兮，犯恐戒之也容。13一盲痴之物毁兮，慕白驹之所从。14乃称己儿，吕父兮，立三四而见许。15忧轻举以远遁兮，托郡为以忧处。16进前思于至则兮，惩六经之奥府。17皇在命而少婿兮，乃云卷乎见武。18运禅枪，以电扫兮，清六合之土语。19圣德滂以横背兮，梨树凯以鼓舞。第四门以博言兮，比幽目之我举。20分划定而既决兮，起云奔乎比狗。21岁悬车以直马兮，绝时俗之进取。汉暮春，至城伏兮，和横门以扫鬼。22辽悠游以永日兮，守性命矣。进齿。23贵其体之归全兮，庶不舔乎仙子。
24柱一造成也，柱二丁当也，柱三分金也。泥日傍之气，恒力为气盛而凌于天也。羲和日也，气盛而日光为欲王莽篡汉。柱四国于管仲对其桓公曰：昔者圣人之理天下也而甚，用其六柄焉。为昭著云：六柄生杀贫贱富贵也，崔由崔洛也，因谦为反。著五国语曰：昔少枯之衰，久离乱的人神杂糅不可。方物淮南子曰：昔者共工与颛顼正魏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助者地为绝，跋扈强梁也。自虽自用之貌也，自因资徽因许为反，必着以见上。著六艺曰：漫藏毁道，性细也。神器帝王之位。老子曰：天下神器不可畏也。书云：兢兢业业一日，20万机。PG 1388。著七辅弼为王莽辅政也，偷苟且也，好逃哀乎也。前书王莽策孺子因为定安公，莽亲执孺子手，流涕屈膝也。著八三世为三公也，复为太保真封举也。著九左传曰：楚白公胜未乱，时起曰：士南有熊相疑，辽者若得之，可以当500人矣。从白公而见之，与之言说，告之故辞，诚之以不动。圣曰：不为立星号，允星号星号产星号，不为威替，不屑人言以求。昧者去之，戒耿介也。我生为母也，奸灭也，夷伤也。言其母老，恐祸及也。著十师大雅曰：既明且折，以保其身。著11艮东北之魏，魏传为千乘太守也。著12义曰：天地闭而贤人隐。论语曰：子路宿于时。门。臣门曰：西字。子路曰：自孔氏。曰：士之其不可，而为之者愚。著13楚辞曰：昔女皆妒于之峨眉。失国风。序曰：芒40也。迎风大行，男女无别，故续其事以封焉。其诗曰：乘比鬼园，以望复官。毛长注云：回也。复官，君子所敬之处也。亦系辞曰：也容毁淫。郑玄云：未视其容而见于外约也。著14诗曰：芒之痴痴，抱不貌思。匪来貌思，来及我谋。著云：芒人也，痴痴因后之貌，不必也，即救也。言此之人，非买思来救我为世家也。又曰：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愿。著云：我欲与汝俱至老，汝反保我使愿也。又曰：皎皎白居，欲贤人也。著15复有白也。著16郡为魏山也，为因于为反。著17则深也。PG 1389。著18黄天也，少季也，续忧也。言天忧续眷顾汉家，所以在命光武也。著19禅羌会也。著20开辟四方之门，广求贤也。幽穆卫为幽州刺史所举也。著21奔是也。亦曰数国间间，奔于丘原也。著22论语曾典曰：暮春兴号者兴号，春服既成。恒，恒也，为恒木卫门。轨基也。著23尺年也。著24论语曰：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起于足。著云：父母权己生之，亦当权而归之。舔入也。先子，谓先人也。孟子曾昔曰：无先子之所谓。
传生意以及引申不是。毕生因年13能通诗易春秋，博学有伟才，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，善属文。少游太学与班固父一同时其名，常以典籍为业，为皇室敬之事。时人或讥其太玄静，将以后名。诗时，因以杨雄解朝，作答旨以答焉。一其辞曰：注意华教书曰，因击杨雄，以为饭菜邹衍之徒成。性相亲，皇要诸侯者也，而云比我一时。又曰：窃资浊事，搁置弃君，思盖世之坠行，而云不能与此数功者同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。或说己曰：亦称被物之用，可观而有所何故能服？阳已出，顺阴而入。一、春发其华，秋收其实，有始有极，元登其直。今子温读6 pg 1390。今福音道数2。立事而游高谈有日，俯钩深于众渊，仰探远乎九干3。穷志则于幽为，侧前引之无缘。然下不顾清香之庭，上不登王公之门，进不党以赞己，退不独于庸人。自读诗有道德，何福？莽真报警特例，与世不偶。盖高树米因，独木不灵，随时之。宜道贵从繁。5于时太上运天的以军事，献王僚而不观。6临雍判以徽儒，书宣冕以崇贤。7律敦的以立忠孝，扬茂化以抵仁义。8选利器于良才，求莫言于明志。9不以辞时攀台阶，窥子踏10具高轩，望朱雀，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。11蒙窃祸焉，故因人成思时也。12由疫情之父深林，自睿之去大配。13胡谓黑黑而久审治也。注一被物之用，亦系辞之文也。可观而有所合，去卦之文也。郑玄注意干凿度曰：阳起于子，阴起于午天。数大分，以阳出离，以阴入坎，坎位中男，离位中女。太一之行出从中男，入从中女。因阴阳男女之偶位中时也。注二温狭也，独秽也。论语曰：有美玉，温独而脏。注三义曰：探则所引钩深致远。9干谓天有9重也。离骚天问曰：原则9重，孰盈度之？注四赞犹称也。注5华教书作高数不弊。亦曰：随时之义大矣哉！老子曰：和其光而同其尘，故言道贵从繁。注6太上，明帝也。传曰：太上立的，天德含红光，大也。亦曰：乃谓乎天德。尚书曰：唐于击鼓，见官为百，下商官备，亦克用义，宪法也。pg 1391。辽官也。言法3王而见官也。注7天子辟雍，诸侯叛公。辟雍者，还之以水，圆而如璧也。汉半也。诸侯半天子之功，皆所以力学垂教也。注8底立也。注9吴越春秋曰：干将，无人也。造二爷，亦曰干将。二曰莫也。莫也者，干将之七名也。干将作也，采5山之精，合6经之音，百神灵官，遂以成也。说苑曰：所以上干将，莫也者，贵其力断；所以上其灵者，贵其力智。必且历日旷久，丝毛犹能弃时，驽马亦能致远。是以聪明敏捷，人之美才也。注13台位之3阶，3公之象也。注11 8寸谓止。注12文子曰：治过万人谓之阴，千人谓之俊。注13锐小虫，文之类。锐阴锐。说文曰：秦谓之锐。
楚谓之文。孟子曰：乌池佩泽。刘熙曰：佩，水草香。半。答曰：有是言乎？子狗欲绵我以示禄，不知其蝶而失吾之度也。古者阴阳始分，天地初至，一黄冈云序，地纪乃设。传续历数，三代兴灭。习大庭上以贺虚往事。二，淳朴散离，人物错乖。高薪优将，绝去各为。三道无常机，与时张弛。四，诗人未非，得意未仕。五，君子通变，各神所履。故事或衍，木而渊前。六，或贯耳而山栖。七，或草根而紧保。八，或木如而长积。九，或众聘而不来。十，或屡处而不去。11，或冒红以干净，或望色而思举。12，或以一夫发梦于王宫。13，或以渔父见召于元归。14，若夫分塞路，凶虐波流。15。PG 1392。人有昏殿之恶，主有筹资之忧。16，条垂累慢，上下相求。17，于是乎贤人受首，原是之灾。18，跋涉复俗，即斯时也。19，习尧寒妻而系陶模，高祖叹而子房律。20，或不散而曹将愤。21，节不解而陈平权。22，及其策河道从，克乱米冲，乃将漏玄龟，策显功。23，云坤无知也。24，乐景相之中。25，与其有事，则牵上如足，冠挂不顾。26，人逆不整，则非人也。当其无事，则列应整经，规矩其不。27，得让不修，则非忠也。是以显则就俗，平则守礼，举以攻心，不思其体。注一至，谐韵应之设反。注二大庭，贺虚并古帝王号也。上元也。往无也。是纪也。注三高辛氏，帝库也。注四随时章，不考之于常道也。注五老子曰：失道后的，失得后人，失人后义，失义后礼。注六庄子曰：北人无则与舜未有，舜以天下让之，无则乃自投亲邻之渊，终身不反也。注七冠喜也。取由自武仲，隐于沛泽之中。尧闻之，乃治天下而让焉。有以为巫，乃凌迟喜耳。其有朝父饮毒，闻由，谓尧所让，曰：何以巫无毒口？迁于上流而饮之。见庄子及高士传。注八伯承子高，唐于时谓诸侯。至禹去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也。见吕氏春秋。注九说苑曰：鲍交衣木皮，食木石。韩诗外传曰交。PG 1393。其书而立稿死于洛宾也。注石狂皆愚者，楚人也。耕而食。楚王闻其贤，使食者持。经百亿车二四聘之，曰：愿凡先生礼江南。皆于笑而不应。使者去而远喜，莫之所知。见庄子。注11。论语曰：柳下惠未士师，三处。人曰：可以去矣。曰：直道而是人，何往而不三处也？注12。鸿入也，因火斗反。辛去曰：伊引蒙齿入，复鼎，足以干汤。论语曰：色思举矣，降而后及。举谐韵音。句注13。高宗孟的说，乃使百公营求诸也，得诸复言。孔安国曰：复士之言，在于国之界，通道所经，有见水坏道常。使须米行人助护此道，说贤而饮，待须米助之以供食。是见尚书王公总而言也。尔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。
注14，战国策曰：吕尚之欲文王也，生谓于父。史记曰：太公以调赣州西伯，西伯将出猎，伯之，曰：所获非龙非狮，非熊非皮，所获霸王之府。于是西伯猎，果遇太公渭水之阳，鱼与大说。元大也。注15，方言云：甚多也。因奴懂反。注16，尚书曰：下人昏殿。孔安国曰：昏冒殿逆，皆困，水灾也。又曰：帝曰：兹洪水滔天，浩浩淮山相邻，有能必易。注17，耒腾也。因耒。诗曰：南有鸠木，葛耒耒之。注18，孟子曰：天下逆则圆之以道，扫逆则圆之以守也。注19，草行为拔。注2，临摹谋也。尧遭洪水，自嗟忧愁，访下人有能理者，系陶大禹陈其谋。见尚书。史记曰：高祖为项羽所败。PG 1394。下马具安而问子房曰：吾欲捐官以东，谁可与共工者？子房曰：九江王布、彭越、韩信。及欲捐之此三人，楚可破。辛浩之，辛浩也辛浩。注21，曹参及将侯周勃皆从高祖征伐，以定天下也。注22，高祖及匈奴至白登，被为7日，用陈平计得出。注23，归玉也。诗韩神物曰：刻之玉板，臧之金匮。注24，墨子曰：习夏后开辛浩，也辛浩使非怜惜金于山矣。注鼎于昆吾。蔡邕明论曰：吕尚作周太师，其功名于昆吾之鼎也。注25，国语曰：晋魏科以其身退秦师于府事，其勋名于井中，此间言乡也。注26，千上涉水也。辛绪曰：今魏如足之故不救，人逆可乎？淮南子曰：与之驱时，冠挂而不顾，履夷而不取也。注27，列因吕射反。列见也。此自宜从守。广雅云蜡齿也。言持因整经，修其容止。史记曰：射因整经，华教书列作射也。今圣上之欲斯人也，仆以黄直，雕以唐文。16，合夷夷，比乌为人。一天下之希异，其品类之万殊。参差同量，坏也一。好。2，偶生得礼，庶几其宁。3，家家有以乐和，人人有以自忧。威胁臧而赌斗部，6点陈而9行错。4，季资诏术，出于平易之路。虽有立木之略，上父之力，51，系不论，昔是饭菜。6，夫广厦城而茂木畅远，求存而良马直，7，因事中而水速脏，8，场宫闭而大火入。9，方思之计，处事山积，学者川流，衣上被雨，冠盖云浮。辟游衡，阳之灵，待阴之路，时伐寻报不畏之息，一拱把不畏之术。11 PG 1395。悠悠往极，亦各有得。12，彼采其华，我收其实。舍之则臧己所学也。13，故进动以道，则不辞直归而秉柱国。14，复进以礼，则甘糟糠而安离祸。注意孔子曰：大哉尧之谓君也，患乎其有文章。故言行文。注2，坏土气之未烧者。郭璞注而雅曰：坏胎物之始也。坏因卜才反。注3，宁成也。注3，谢为器械甲兵之属也。错谓置之不用也。周礼太宰之职，长建邦之6典，以左王礼邦国。1曰礼典，2曰教典，3曰礼典，4曰政典，5曰刑典，6曰事典。
左传曰周，有乱政而作九刑。杜预注云：周之衰，魏行书谓之九刑。注武立木，皇帝臣也。史记上父吕望襄武王以伐纣，立魏威容严厉。注六伊尹，系由范辉、蔡泽。注七广厦继承，不求财，故陵木条畅也。远求为方真义之物也，存有止息也。言所求之物，即指不资良马之力也。注八立冬之后，盛德在水，因气用事，故曰阴事。水宿味，原北方七宿，斗、牛、女、戌、为是必也。月令曰孟冬，之月昏为中，仲冬昏东壁中，季冬昏楼中，孟春昏餐中，水星。伏臧不见也。注九而雅曰辛未大火。诗冰封曰七月流火。又曰九月注长蒲也。注十山南曰阳，山北曰阴。古梁传曰临属于山曰陆。注11八尺曰旬。一指也。两手曰拱。数游记也。数音书 PG 1396。角反。注12悠悠悉多也。往极犹无穷也。一个有的言皆自矣，未得也。注13比昔人也。论语曰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脏。注14吕氏春秋曰得五元者谓直归。前书因义曰古绝民也。又曰柱国楚官由秦之相国也。夫君子非不遇事也，使夸皮以求举，亦非不遇事也。更强而楼楚。二教乎炫玉，现金自表，非随和之宝也。报之要事，应以干。禄非仲尼之道也。三由不伦党，苟以训己。四汉血尽时，立和而有。吾子孝我，知审治，无义并子长长而不疑也。六先人有责而我弗亏，行有往尽而我弗随。七臧否在语，为世所异，故将因天职之自然。宋上哲之高训，永太平之清风，行天下之治顺，具无功之惠的秦百亩之不云。八执于马以安行，四性命之所存。九习孔子起微于家谷，十晏婴发勇于崔杼。11曹刿举结于科蒙。12卞严克结于强玉。13范蠡错意于会稽。14五元术攻于伯举。15鲁连卞严以退燕。16包须单此而存楚。17唐且华边以务秦。18甘罗铜牙而报赵。19元衰建连于胡孙。2陵轩。孟收得于束缚。21吴扎结信于丘木。22斩季所真于门。女。23颜回名人于杜谷。成因显义于赵武。24蒲城部。能编得于数者，切慕古人之所序。注意夸皮为宁人足弓，善未进退。注二孟子曰：于东家强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则不得。PG 1397。将搂之乎？赵其注云：搂牵也。其自从守。楚子处女也。注三华教书辛浩曰：辛浩因自作回。回邪也。注四伦未等伦，党未朋党。训淫也。言交非其类，苟矣。淫己而已。注五汗血未劳力也。进食未驱使也。立和而有不以道义。注六长长由区区也。注七往取也。进道也。注八尚书曰：惠得章文。礼记曰：夫人勤者圣王之田也。修理以耕之，陈义以种之，讲学以耨之。古者夫田百亩，云除草也。注九安行，步兵事也。天命之谓性，言隐居以体命。注十解见臣禅传。注11
解见冯衍传。注12曹刿、曹妹也。史记曰：曹妹以勇士鲁庄公为鲁将，与其战，3败，庄公惧，乃献遂义地以和，有以为将。其桓公与庄公会于柯而盟。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，曹妹执匕首截其。桓公左右莫敢动，乃海鲁之亲弟。注13辛绪曰：卞庄子养母，战而3北，交由非之，国君入之。及母死3年，其与鲁战，庄子请从，遂复敌而3获甲。少曰：夫3北，以养母也。今之节小聚而则赛矣。吾闻之，节事不以入生，遂反敌，杀10人而死。君子曰：3北以塞，灭世断宗，于校尉中也。注14错至也，因妻故反，亦为谋略也。史记曰：吴王败，越于夫交，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于会稽。吴师坠而为之。越王谓范蠡曰：奈何？范蠡对曰：卑辞厚礼以遗之。巨舰乃命大夫种行成于吴。西行遁 PG 1398。守曰：巨舰请未臣，妻未妾。吴王乃赦越王。越王反国，抚寻其事。范蠡曰：可以。乃伐吴。吴失败，越复欺吴王姑苏之山也。注15伍子胥名原，楚人也。子胥父诸于楚，子胥侠公使儿。干吴王阖闾，阖闾甚勇之，为兴师伐楚，战于伯举，楚师败击。是见古梁传。注16史记曰：鲁仲连，其人也。燕将攻下其辽城，故保守之。田丹攻之不下，鲁仲连乃谓书遗燕将。燕将见书，泣3日，乃自杀。遂平辽城。注17左传曰：楚昭王为吴所败，奔随，身包虚如秦起师。曰：吴魏封使长贡，以见时上国，寡君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。第一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少饮不入口。7日，秦师乃出，军败吴而复楚国。注18唐且及唐辉也。战国策曰：齐楚伐魏，魏使人请就兴号于秦，兴号不至。魏人有唐辉者，年90余矣，西见秦王。秦王曰：丈人。茫然乃远至兴号。谓兴号此，兴号谓兴号来者数矣，寡人之谓之极矣。唐且曰：夫魏万乘之国也。称东反者，以秦之强也。今齐楚之兵已在魏交矣，大王之救不至，未及，且割地而约从。是王1万乘之魏，而强2敌之齐楚。秦王务惧发兵救魏，而雅曰：颠鼎也。华颠魏白首也。注19甘罗，下蔡人，甘茂孙也。年12，是秦乡吕不韦。秦使张唐往相宴。罗曰：借乘车5乘，请为张唐先报诏。不韦乃言之于始皇召见，使甘罗于赵襄王交迎。是见史记。同衙卫右，小也。注2临袭赵衰魏元大夫，故曰元衰。左传曰：晋侯问元。PG 1399。守于4人伯堤，对曰：袭赵衰以胡孙从晋，馁而不食，故使楚元。见因胡殿反。注21吕览曰：袭赵宣孟姜之将，见桑下有恶人，宣孟指车下食而不知，在焉而能事。宣孟问之曰：汝何威而恶弱？是。对曰：臣观于将，贵而良绝，修行起，故至行此。宣子于府3衢，拜寿而弗敢食。问其故，曰：臣有老母将，以遗之。宣孟曰：食之，无更于汝。乃复于府2数。
注22史记曰：吴公子季札使过徐，徐君好季札，口不敢言。季札知之，谓使上国魏献。季还至徐，徐君已死。于是乃解其宝，系之徐君一束而去。注23斩季，柳下惠也。韩诗外传曰：鲁有男子独处，夜暴风雨至，妇人屈而托之，男子闭户不纳，曰：吾闻男子无60不闲居。妇人曰：子何不学柳下惠然？欲不待门之。女国人不称其乱焉。注24成因解见冯衍传。杜谷、魏祥、元和中，肃宗始修古礼，巡狩方乐。因上四旬颂以称汉德。此甚典美，文多故不载。一帝雅好文章，自见因宋后，兴号帝。兴号长，兴号皆叹之。魏世中窦宪曰：清明之崔因乎？对曰：班固数未臣说之，然未见也。帝曰：公爱班固而呼崔因，子叶公之好龙也。是请见之。二因由此后献喜履营门。三校尉因曰：廷伯无受诏交公，公何得薄哉？遂依入伍尉。上客居无己和帝信献帝，时因是在县所，帝闻而欲召见之。献见，以为不宜与白衣会。帝悟曰：吾能令因朝夕在傍，何必于此？是欲观之，会帝崩。T.G. 1400。注一案，因即有东西南北四旬颂，流俗本四多。作西者物。注二刘向新序曰：子张见鲁哀公，7日哀公不礼焉耳。去曰：君之好事，有四叶公子高好龙。天龙闻而降之，亏头鱼有托尾于堂，叶公见之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。注三喜履未纳履一之而行，沿湖惧也。喜因山而返。窦太后临朝，献以重妻出内诏命。因献书戒之曰：因闻交浅而言深者愚也，再见而忘贵者惑也，未信而骂忠者谤也。三者皆所不疑，而或道之者，思索其区愤，淫而不能移也。妾见足下体纯熟之姿，功高明之量，溢美之力，有上贤之风。因性的冲下管，续后臣，一事以结其全敢进。一言注一臣烈也。传曰：生而富者骄，生而贵者采。生富贵而能不骄采者，谓之有也。今宠禄出笼，百僚观行，当尧舜之盛世，楚光华之显时，亦岂可不树基宿业，以咏西域洪申伯之美至周少之事乎？二语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三袭逢也亡矣。外戚居位，称谓贤臣；四晋因谄位克己复礼，终受多福。五坛是之宗，非不尊也。六阳兴号侯，兴号平，兴号之族，非不胜也。众侯累江见天书，执斗柄。七其所以获积于时，垂迁于后者，何也？盖在满而不溢，谓有余而人不足也。汉兴以后，弃于哀平，外加20，保足全身4人而已。八书曰：见于有因。T.G. 1401。可不甚哉？注一尚书大传曰：顺时百公相合谓青云之歌曰：青云烂兮，星号礼，星号却，星号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注二申伯周宣王之元舅，周公、少公皆辅佐周氏也。注三论语星号曰：星号孔子之言也。言旦患立身不处于仁义也。注四前书曰：冯野王字君卿，妹为元帝昭仪，野王谓左冯。义御史大夫缺，上使尚书选帝众2010，而野王行能第一。
祝武因谄谓光烈皇后同母弟亲也，以谨亲信焉。祝六史丹封谭，故云谭氏。前书史丹字君仲，鲁国人也。祖父公有女弟，武帝时为谄太子梁帝。成帝即位，擢丹为长乐，魏迁右将军，封魏武阳侯，封东海谭之武强据，以救恩建裸。赏赐累千金。祝七王氏九侯五大司马。春秋运斗书曰：北斗七星，第一名天书，第二至第四位魁，第五至第七位彪。彪即丙。前书斗运中央，至临四海。祝八外家，当为后家也。20者为高帝吕后产，陆谋反。朱惠帝张皇后废，文帝母薄太后帝昭被杀，孝文帝斗皇后从。昆弟子因诛景帝薄皇后，武帝陈皇后并废，谄皇后自杀昭。帝上官皇后家族诛，宣帝祖母史良帝为巫蛊死，宣帝母王夫人。弟子商下狱死，或皇后家破，元帝王皇后帝辛浩，王辛浩子辛浩莽篡。魏成帝许皇后赐死，赵皇后废自杀，哀帝祖母父太后家属喜。合浦平帝母谄姬家属诛，昭帝赵太后忧死是也。四人者哀。帝母丁姬，景帝王皇后，宣帝许皇后，王皇后，其家族并全。窦氏之兴，赵字孝文。一二君以纯熟守道，成名先日。二安丰以左命着的显自忠心。三内以忠诚自固，外以法度自守。PG 1402。足享作国，垂指于今。夫谦的之光，周易所美。满意之谓道，家所戒。四顾君子服大而欲拒，绝龙而易攻。远察近览，俯仰有则，明珠几丈，刻珠盘屋。五兢兢业业，无殆无荒。如此，则百服适合，庆流无穷矣。注意前书曰：窦婴字王孙，孝文皇后从兄子也。孝文时位吴襄，孝景时位詹氏也。祝二窦太后之弟长君、少君，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，故云纯属守道也。祝三窦荣封魏安封侯。祝四亦曰：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老子曰：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名遂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祝武太公金匮曰：武王曰：吾欲造起居之戒，随之矣。申己之书曰：安无妄为，存无妄亡，孰为二者，必后无。凶杖之书曰：辅人无苟，夫人无辛好，容辛好就辛好。墨子曰：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叔其是于竹帛传之盘鱼，乌一鱼也。及县尉车骑将军，辟因尉院，县府贵重，院属30人皆。故刺史2010，唯因以处事年少，着在其贤。现擅权骄恣，因数见之，及初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，因为主簿前后奏记，数时只切长短，现不能容，稍护之，因察因高地出未长岑。常亦因自已远去，不得意，遂不知官而归。永元4年卒于家。所着诗、赋、名、颂、书、记、表、七一、婚礼节言答。指九景和21篇。中子苑。注意长岑，现属乐浪郡，其德在辽东。PG 1403。愿字子玉，早姑，睿智好学，竟能传其父业。年18至。京师从事中甲魁执政大议，魁善待之，愿因留游学，遂名天。官隶数经房一传，6日7分。1. 诸如宗之，与扶风马融、南阳张衡特相友好。初，愿兄张为周人所杀，愿首任报仇，因亡命。会社归家，家贫兄弟
同居数十年，相异化之。注意解见郎以传，年40余，时为郡吏，以世系东郡发干狱。一遇愿善为礼，愿贤考训时，则问以礼说。其专心好学，虽颠沛必于世。后世是归家，为度辽将军邓尊所辟。居吴和尊被诛，愿免归。注意发干县之狱也。后复必车骑将军言贤府。时言太后称制，显入参政事。先是安帝废太子位继英王，而以北乡侯为嗣。愿以侯立不以正，知显将败，欲说令废立，而显日沉醉，不能得见。乃谓长使臣。禅曰：中常侍将军陈达等得以避宠或古先帝，遂使废黜。正统福利护聂。少帝即位，发并庙中，周勃之争，于司复见。历经欲与长使军共求见，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尹。立继英王，必上当天心，下合人望。一或之功不下喜而立，则将军兄弟传作于无穷。若据为天意，久旷神器，则将以无罪。并孤元恶。二此所谓祸福之会，分工之时。三禅犹豫未敢从。会北乡侯薨，孙承立继英王，是为顺帝。言显兄弟西服诛愿，作被斥。门生苏止拒之愿谋，欲上书言状，愿闻而拒止之。10 PG 1404。臣禅为司隶校尉，赵院尉曰：帝听旨上书，禅请谓之政。四院曰：此辟由而窃凭于耳，愿使君勿复出口。遂辞归，不复应州郡命。注意吕后立惠帝后宫，子为少帝，周勃废之也。注2元大也。书曰：元恶大对。注3史记蔡泽说范辉曰：君独不观夫伯者乎？或欲大头，或欲分公。今君相秦，坐置诸侯，使天下皆为秦，此亦秦。分公之始也。注4帝旦也。司马相如新号传新号曰：帝如临穷。久之，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，复守僻院。自以在位贵戚力，不欲被斥，遂以疾故辞。遂中举茂才，迁疾令。一在世数言变，一为人开稻田数百顷。世事7年，百姓歌之。注一集，县名属河内。汉安初，大司农胡广、少府窦张共建院素得大儒，从政有。弃不以久在下位，由此迁寄北乡。使李固为泰山太守，美院。文雅奉书礼至殷勤。遂于光禄大夫杜乔为8使，训行郡国。亦以赃罪奏院，征议廷尉。院尚书自送，得礼出。会病卒，年66。临终，故命子时曰：夫人秉天地之气已生，及其中也，归经于天，骸骨于地。何地不可赃行骸？物归乡里。其奉赠之物，阳史之殿，一不得受。时奉遗令，遂流葬洛阳。注18史见周举传。PG 1405。愿高于文辞，由善未书，记真明所着赋碑明真宋七苏一。南阳文学官志，探词一社文，毁其草书义七言凡57篇。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，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。愿爱士好宾客，胜修尧善，单及滋味，不问于产。居常书食，菜羹而已。家无单食厨，当是轻之。2注一院记载其文，及梅城七发之流。注2华教书曰：愿爱士好宾客，胜修尧善。或言其太奢。愿闻之怒，妻子曰：吾病日而食，以供宾客，而反以获饥。士大夫不足养如此。后勿过菜具，无为诸子所吃也。
终不能改。俸禄尽于兵饷也。识字子真，一明台，字元始。少陈进，好典籍。富足隐居目测。福晋三公并辟，皆不就。桓帝初，赵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事，时以郡举征议公，车并不对策，除魏郎。明于政体，立才有余，论当世辨士术。10条，名曰政论，只切实要，言辩而确，亦当世称之。仲长统曰：凡为人主，以写一通，置之作册。其辞曰：著一阙，兼正也，因口角反。自尧舜之帝，汤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左，博物之臣。故系陶陈摩而唐虞以兴，一积作训而殷周用龙。一及祭体之君，欲立忠心之功者，何尝不赖贤哲之谋乎？凡天下所以不理者，常由人主承平日斗，俗见弊而不悟，正尽衰而不改，习乱安危。徒不自因。二或荒诞世欲，不恤万机，或耳必争毁，厌未乎真。3 PG 1406，或犹豫其路，莫视所从；或见信之左，或囊守路。4或护元之臣，言以见废。是以王纲纵驰于上，治世欲依于下。5悲夫注意一引作依训，箕子作弘范。注2徒因他没反，徒忽忘也。注3艳欲兼位，轻忽至真。注4亦曰田囊无咎无欲，或节也。节囊不言持禄而已。注5欲一不身之貌。楚辞曰独欲一而10余也。自汉兴以来350余岁矣。政令构万，上下代谢一。风俗凋敝，人数巧畏，百姓萧然，贤妇思忠心之咎矣。且计时，整事之术，岂必体尧道顺，然后乃礼哉？其余古战绝坏之助邪？卿2随行才歌，要错思是于安宁之欲而已。故圣人职权遭时定制3步骤之差，各有云设。不强人以不能被急切而目。所闻也。4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，哀公以邻人，景公以节礼，非其不同，所及义务也。5是以受命之君，美者创制，忠心之主，一匡实施，习盘庚闵殷，迁都一民。6周牧有缺，辅侯政行。7俗人居闻千古，不达权制，其为所闻，简乎所见，无可。舆论国家之大事哉？故言事者，虽和盛的折见己夺。8何者？其玩世爱于实权，安习所见，不知乐成，况可虑史。9苟云律犹旧章而已。其达者或精明度能，尺策非己，无比分。此以破其意，寡不生息，遂见病气。虽计气复存，犹将困。焉司贾生之所以排于将，冠屈子之所以疏其忧愤者也。10夫以文帝之名，贾生之贤，将冠之忠，而有此患，况其余哉？PG 1407，注一构恶也。注2战因直线反，礼记曰：衣上战列，认真勤补缀。注因治主反。注3权未变也。遭遇其12定法制，不循于旧也。注4被当时之急切，而目所闻之事，则非计时之要。注5韩子曰：叶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正在越境而来。远。鲁哀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正在选贤。齐景公问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正在结财。子云邻人节礼，文不同也。注6盘庚，殷王也。自耿迁于伯邑，作书3篇以告之。注7辅侯及吕侯也。魏周穆王训下与用刑之法，并见上书。注8己因居以反。
贾逵祝国语曰：从后签约己。祝酒前书刘歆曰：夫可与乐成，难与律史，此乃悉数所谓耳。祝时孝文帝时，贾谊请更定律，令列侯救国，周国冠英。耿悔之。屈原为楚三闾大夫，上官晋上度害其能，忧愁愤懑，遂作《离骚经》。辛号故夷，辛号量力度的春秋之意。易经既不能纯法八辛号，是辛号代辛号，故宜参以罢政，两则宜重赏身法以御之，明着法术以简之。自非上的严之则理，宽之则乱，何以明其然也？晋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，审于为政之理，故严刑峻法，破奸诡之胆，海内倾肃，天下密儒。三建勋祖，祖庙享号中宗，算计谏孝优于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足以堕损祀威权始。伯遂为汉室积祸之主。正道的诗于斯可兼。习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裸其环，易近文，叹管仲之功。夫岂不美文，武之道哉？成达全就必之理也。5 PG 1408。故圣人能与世推移，而俗世苦不知变，六以为结绳之约。可复理乱情之序，干戚之武，足以解平城之围。7注意左氏传曰：袭侯伐政，不度的不量力。注28辛号是辛号代辛号为三皇五帝也。罢政为齐桓晋文也。注三密晋也。注四堕独约徽。注五左传齐桓公伐楚，则以包茅不贡，王祭不公。晋文公赵王蒙诸侯于建土，管仲相公子纠而射桓公，此并权变之道也。注六楚辞于赋曰：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与时推移也。注七义曰：上古结绳而化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气。但论也。七月也。尚书曰：苗人逆命，与乃武干羽于两街，七旬有苗革。前书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，用陈平计的解。言干戚之武，非平城之所用也。夫雄鹰鸟身，虽严厉之术，非伤寒之理。呼吸吐纳，虽度计之道，非恤古之高。宜该为国之法，有四理身，平则治养，急则攻焉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要矢也；得教者，心平之良肉也。夫以的教除残，是以良肉理疾也；以刑罚理平，是以药食供养也。方今成百王之弊，执厄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正多恩待，玉尾齐佩，马带其衔，四母横奔，黄路险侵，尔方将甘乐兼周以救之，岂暇民何鸾清节奏哉？3袭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，有夷三族之令，秦一斩指断。PG 1409。蛇枭首故谓之具五行。文帝虽除肉刑，当义者吃300当，斩左指者吃500，当斩右指者弃服。右指者既殒其命，吃榻者往往致死，虽有轻刑之名，其实杀也。当此之时，民皆思复肉。行至景帝元年，乃下诏曰：辛号加辛号吃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谓辛号，名辛号人辛号。乃定律，减吃轻锤。自是之后，吃者的权自以此言之，文帝乃重刑，非轻之也。以严治平，非以宽治平也。必欲行若严，当大定其本，使人主师武帝而事。3王武当王秦之俗，尊先圣之风，弃苟全之政，道击鼓之宗，复五等之爵，立井田之制。6然后选祭器为左，一吕为辅，乐
坐而凤凰仪，及时而百兽舞。其若不然，则多味累而已。注意庄子曰：吹垢呼吸，吐故纳新，雄精鸟身，此导引。致是养形之人也。皇帝苏问曰：人伤于寒而转为热，何也？夫寒盛则生于热也。度既由延年也。言鸟身不可疗伤寒，吸气不能续断骨也。注两家语曰：古者天子以的法为贤乐，以百官为配策。善御马者正贤乐，其配策均马力和马心，故口无声而疾千里。善御人者亦其的法，正其百官，均其人物，和安人心，故行不用而天下化。说文曰：代马贤托也。应答来反，黄鹿天禄也。注三合修筑公羊传曰：干以木衔其口也。干因具言。反乐马配舟车辕，兼由数也。说愿曰：鸾射于标，和射于市。马动星号则星号鸾鸣，鸾鸣则星号和星号应，行星号之星号节也。注四此以上并见前书刑法制。注五是法也。注六母百位夫，九夫未景。pg 1410。注七上书曰：宵少九成，凤凰来仪。右魁曰：鱼及食腐食，百兽律舞。其后辟太尉元汤，大将军梁继辅，并不因。罢司农杨父，少府和报尚书见时才美能高，宜在朝廷。诏拜一郎，迁大将军记司马，与边韶、严独等著作东关。初为武元太守。武元土以马喜，而俗不知之机，名东岳吴。一积细草而卧其中，见利则依草而出。时至官，赤脉除治。未作访击之人，书运之具以教之，明得以免寒苦。一是石湖，鲁连入云中，朔方杀掠利民，一岁至9奔命。时整吏是马。严封后，鲁不敢犯，常为边罪。二注一杜预著左传曰：知人知不者。孔安国论语注曰：运习也。注二最为第一。以并征拜一郎，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5经。惠良祭诸，时以故吏免官，禁锢数年。时先卑数犯边，赵三公举威武谋略之事，司空黄琼见时，拜辽东太守。行道母刘氏病卒，上书求归葬行丧。母有母仪，孰得博览书传。初时在五原，常训以灵明之政，时之善机。母有其著焉。福晋诏拜尚书，时以事方阻乱，称疾不事事。数月免归。初时富足，票卖田宅，起遗营，立碑颂。遗葬器资产，竭尽因穷困，以姑娘贩玉为业。时人多以星号此星号击之，时中不改，一取足而已，不至盈余。及士官立为边郡而欲平薄，建宁中病卒。家徒寺壁立，无以并列，光禄勋阳寺太仆元讽。少府段迥未被棺椁葬具，大红炉圆尾数碑颂的。所这碑论 PG 1411。真明达七言词文表记书凡15篇。注意广雅曰：票萧也因匹妙反。一坐标。时从兄烈，有仲明于北周，立魏郡守九卿。灵帝时开。洪东门榜卖官爵，公卿州郡下至皇寿各有差。其富者则先入前，贫者到官而后背书，或因常侍阿宝别字通达。一是时段迥、樊陵、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，然皆先书获才而后登公位。烈时因父母入前500万，得为司徒。即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必会。
必故谓亲信者曰：悔不小进，可至千万。二成夫人于放应曰：崔公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？赖我的事，反不知书写。曾列于是声誉衰减，久之不自安，从容问其子君曰：吾居三公于义者何如？君曰：大人少有应称，立位亲手论者，吾谓不当为三公。而今登其位，天下失望。列曰：何谓然也？君曰：论者嫌其同臭。列怒，举杖击之。君时为虎奔，中郎将伏五遍，待何尾，狼狈而走。列骂曰：死卒，复抓。而走，笑乎？四君曰：顺之是父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非不孝也。吾列免而止。列后拜太尉，注意阿保为父母也。祝二进，故袭之也。进或作宴，说文曰：宴饮味，驾也。因一见反，祝三书美也。言反不知私事之美也。书或作诸，诸根本也。祝四以其五官，故骂未足。或作孔足者误也。TG 1412。祝五家语曰：曾子云瓜，勿伤其根。曾方怒，见大杖矣，及其手。曾子仆地不知人，有亲乃苏。孔子闻之怒，谓门弟子曰：参来物内也。其瞽叟有子曰舜，瞽叟欲使之，未尝不往，则欲杀之，未尝可得。小锤则殆，大杖则逃，不陷负于不义也。君少交结英豪，有名称，为西河太守。献帝初，君与袁绍俱起，兵山东。董卓以是收猎父梅玉，故之。郎当铁索，一卓祭诛，拜列城门校尉。及李傕入长安，为乱兵所杀。注意说文曰：郎当所也。前书曰：人犯铸前矣。铁索郎当其颈，郎应郎，当应当。列有文才，所着诗、书、教、颂等凡4篇。论曰：崔氏是有美才，兼以沉沦典籍，遂为儒家文灵。因愿虽先尽心于贵戚，而能终之以居正，则其归止一夫进去者乎？李固高洁之士也，与愿魁俊，奉之以节好，亦有此之度巧之，何待其过矣？时之政论，言当世理乱，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。注意以礼曰：是相见之礼，至东用至，夏用居，奉之曰：某也欲见无尤达。居干辛号居，辛号渠因渠。赞曰：崔为文宗，是禅雕龙。一见心齿节，崔至求荣。永以长岑于辽之音，不有直道，何取泥审？愿不言路，亦离渊入。子真齿论，感起昏俗。注意史记曰：谈天眼雕龙氏。刘向别录曰：言邹是修士之文，若雕龙文也。禅位相传授也。DG 1413。后汉书卷53。周黄徐江申屠列传第43。亦曰：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亦孔子称：徐伯欲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倦而怀也。二然用舍之端，君子之所以存其诚也。三顾其行也，则如足蒙垢，出身以所食。四及其职也，则穷妻如赎，赃宝以弥国。五注以上系之辞也。言贤者所行，其去意也。注二论论渠伯欲民怨，忏大夫也。倦而怀未不欲时政，不五于人者也。注三成实也。孔子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赃。亦曰：贤邪存其诚。注四心绪曰：申屠狄非时，将自投河崔家文而止之曰：吾闻圣人从事于天地之贤，人之父母也。今未如足之故，不就逆人乎？
祝吾尔雅曰：绰如也。孙亲子曰：君子绰孰饮水？非鱼也，是节然也。论语曰：阳或谓孔子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汉人敏仲属者，一世称节氏，虽周党之节亲，自以弗及也。党见其寒暑饮水，以生蒜，受而不食。二监武中，应司徒侯。PG 1414。罢之辟，既至罢不及政事，徒劳苦而已。三仲孰恨曰：是。蒙嘉命，且喜且至。今见民公，喜剧皆去。以仲孰谓不足问邪？不当辟也。辟而不问，是失人也。遂辞出，投河而去。4. 复以博士争，不至。客居安逸，老病家贫，不能得肉日。买之干一片，徒者或不肯与安逸令闻，赤力常给焉。仲孰怪，而问之，乃叹曰：闵仲孰其以口腹累安逸邪？遂去。客佩以寿终。祝一谢沈书曰：闵公字仲孰。祝二党与仲孰同郡，亦真介事也。见一人传，皇甫密高士。传曰：党见仲孰食无菜，宜之生蒜。仲孰曰：我欲省烦耳。今耕作烦邪？受而不食。祝三劳其勤苦也。劳因力道反。祝四按罪曰何？自投其河状而去也。投由下也。今有投辞。投牒之言也。仲孰同郡巡任，自军大，亦少亦修清节。资财千万，富岳卒，悉散于九族。隐居山泽，以求绝志。王莽末，匈奴寇其本县广武二文。热名节，相约不入巡视旅。光武征，以病不治。永平出东平。王苍为骠骑将军，开东河沿咸郡，辟而应焉。及后昭惠、显宗。系之曰：先帝征军不至，骠骑辟军而来，何也？对曰：先帝秉得以会下，故臣可得不来。骠骑执法以减。下3，故臣不敢不至。后月余罢归，卒于家。祝一任因而甚反。祝梁广武县属太原郡，故城在今代州雁门县也。PG 1415。祝三检邮查也。桓帝时，安阳人魏桓，字仲因，艺术被征。其乡人劝之行。桓曰：夫干路囚禁，所以行其志也。今后弓千数，其可损乎？就马万匹，其可减乎？左右悉权豪，其可去乎？皆对曰：不可。桓乃慨然叹曰：使桓生行死归，于诸子何有哉？一岁隐身不出。祝仪若50强健，死而后归，于诸劝行者复何益也？若2、3子，可谓是去就之思，后食而处。亦夫然，岂其哭？搞苟而已哉？待鬼时神己，以成其道焉。2余故列其风流曲，而宰之。3祝一思节也。后时以居，不失去就也。祝二鬼为也。星号亦星号气星号若为时，至存量极也。祝三言其清洁之风，各有条流，故区别而记之。周谢字彦祖，汝南安城人，星号法，星号爵，星号曹苑彦之后也。一谢生而轻夷折恶，丑状害人。2其母欲弃之，其父不听，曰：吾闻贤圣多有异貌。3星我宗者，乃此而也。于是养之。祝一彦具独行篇周家传。祝二仪汉也。清夷取汉也。说文曰：恶鼻经也。折一取也。清阴秋反。清或作眼婴童。PG 1416。祝三伏羲牛首，女娲蛇躯，系有鸟喙，孔子牛唇，是圣贤。异貌也。6菜则一眼一蹙恶。
始在调妥而知廉让。10岁就学，能通诗论极长，专经礼义，不读非圣之书，不修贺问之好。有仙人草庐结余，往畔两下有皮田，常似情以自己。3非身所耕于，则不食也。乡党宗族悉得见者。4注一条发也。礼记曰：子生3月之末，则日减发位。星号调，星号星号妥，星号男角女姬，否则男左女右。妥因图国反。注2山己曰刚。注3 4臣也。注4谢成书曰：谢居家清楚，非法不言，兄弟父子是。家相待如宾，相取不善者，皆从其教也。举孝廉、贤良方正特征，皆以及辞。延光2年，安帝矣。玄勋高必聘谢1，及南阳冯梁2郡各遣成院治理。宗族更劝之曰：夫修得力行，所以为国。自先世以来，勋宠相承，君独何为守东冈？知疲乎？谢曰：无计不能引楚巢穴，追其计之机2而游。显然不远父母之国，思故以华泥扬波同其流矣。3夫修道者，度其12动，动而不食，焉得亨乎？4因自载道颍川阳城，遣星号门星号生宋晋，遂辞疾而归。5良一载并到晋县，送礼而还。6诏书告2郡，遂以阳酒养病。注一礼，清职高。董仲舒春秋繁录曰：凡赞轻用高，高有角而不用，类人者。PG 1417，执之不明，杀之不齐，类死义者。高引其母必贵，类之礼者，故以为制。注2启记，东元公、夏皇公李先生谓之4号，隐于商山，见前书也。注3华，混也。楚辞何不华其逆而扬其波？华因古没反。注4亨，通也。书曰：虑善以动，动为绝食。注5宋晋由致谢也。注6宋礼为宋其所制之礼也。良字君朗，出于孤为，少作县吏。年30，魏从左。1奉袭营都游及陆凯然，始在倡议2因坏车杀马，毁列衣冠，乃遁至前卫，从杜甫学。妻子求索，宗气断绝。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，衣上腐朽，为虎狼盗贼所害，发丧致服。积10许年，乃还乡里。志行高整，非礼不动，欲妻子如君臣，相党矣。谓仪表。谢良年皆70余中。注意从左卫随从而已，不主暗读也。注2思见也。黄县子熟度，汝南慎阳人也。一世贫贱，父为牛医。注意在慎水之南，因以名县。南阳有顺阳国，而流俗书此。或作顺阳者，勿。颍川巡熟至慎阳，欲陷于逆旅，亦10年14，孰悚然易之。一语语，一日不能去。谓献曰：子无之师表也。继而前。PG 1418。至元星号，洪星号星号浪星号两所，未及劳问，逆曰：子国有言子名，是之乎？3星号，洪星号星号浪星号曰：见无孰度邪？是时同郡带良才高聚采，而见县未尝不正容，即归往。然若有失也。其母问曰：汝父从牛一耳来邪？对曰：良不见孰度，不自以为不及。既因其人，则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四故难得而测矣。同郡陈波、周举常相谓曰：10月之贤不见黄生，则比令之蒙复存乎心。武吉波谓三公，临朝叹曰：孰度若在，吾不敢先配应受矣。
太守王公在郡，礼敬贤达，多所将至，足不能屈献。郭灵宗少有汝南，先过元兴号、洪兴号、兴号、浪兴号，无速而退。晋往从县，累日方还。或以问灵宗。又灵宗曰：奉高之气，辟诸星号，犯星号、星号、鬼星号。烂虽轻而易异。七，熟度汪汪若铅青皮，成之不清，摇之不着，不可量也。八，注一逆旅，克舍。注二一作浪。注三言子，颜回也。注四论语，颜回目孔子之言也。注五令，贪也。注六郭泰别传曰：时灵宗过薛公祖，公祖问曰：文卒不见元凤高，车不停轨，鸾不辍恶，从熟度乃迷信素也。注七凤高，弘字也。而雅曰：策出星号，犯星号、星号、鬼星号权，正出烂。权星号，犯星号、星号、鬼星号阴鬼，烂阴坎。注八爻，混也。献出举孝廉，又辟公府，有人劝其事，献亦不惧之，占道。PG 1419，经师而还，竟无所救。年48中，天下号曰征君。论曰：黄宪言论封旨，无所传闻，然是君子见之者，米不夫深远，去此令。一，将以道周信权，无德而称乎？二，于曾祖穆侯三以为献颓然。其处顺，四渊乎其四道，无浅深莫真其分，清浊未易其方。六，若及门于孔氏，其代数乎？其故长者论云。注意此因此。说文曰：先色也。据此文当谓此。作此者，古字通也。注两道周备，性全一，无德而称，言其德大，无能名焉。注三晋书曰：范汪字玄平，安北将军，谥曰穆侯。汪生，宁生泰，泰生业。注四义系辞曰：坤颓然，世人简矣。颓，柔顺貌。注五老子曰：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渊乎似万物之宗。言渊深不可知也。注六广雅曰：方所也。注七义系辞曰：言氏之子，其代数几乎？代，晋也。徐聂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也。一家贫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利。不时，公俭义让，所居服其德。屡辟公府，不起。注一豫章郡，今洪州也。南昌县即今豫章县也。谢成书曰：至少谓诸生，学颜氏春秋，今是以欧阳尚书兼纵。风角、星官、算历、河图、七尾、推步、变异、异行角识俗。吕礼服其的话，有失误者，现以相还，道无时宜。PG 1420。四察孝廉，五辟宰辅，三举茂才也。时陈波为太守，夷离秦属公曹，聂不免之，继业而退。波在郡部接宾客，为聂来特设一榻，去则献之。后举有道，加拜。太原太守一皆不就，注一就加而拜之也。延熙2年，尚书令陈波、仆射胡广等上书见聂等曰：臣闻善人天地之纪，正之所有也。亦诗云：司皇多事，生此亡。国两天挺俊义，为陛下出，当辅弼明时，左右大业者也。三，福建处士豫章徐聂，彭城江公，汝南袁弘。四，今赵围着吴颍川李谭，德性纯备者于人听。若使着灯，三是协亮天宫，必能一宣圣美，增光日明矣。桓帝乃以安。车玄勋被李征之，并不至。帝因问波曰：徐聂、袁弘为这谁为先后？波对曰：弘出身公族，闻道见训，这常于三服礼义之俗。所谓不服自直，不漏自雕。六至于聂者，源自江南卑薄之欲。
而角力杰出，宜当位先。7. 注意左传曰：晋三殿害伯宗，赠而杀之，及栾服祭。韩宪子曰：殿是其不免乎？善人天地之纪也，而奏绝之，不亡何待也？注二大雅文王之师也。思怨也，黄天也。思怨天多生，贤人于此亡国。注三左右注也。注四鸿渐元安传。谢成书曰：鸿少修志节，矫俗高丽。注五着见为标传。谢成书曰：为三辅冠族，遮少修节操。PG 1421。时经释义，韩诗博通数义。注六说愿曰：彭生喜中，不服自止也。注七如矫之特例也。聂常为太尉黄琼所辟，不救。及琼卒归葬，聂乃复梁徒步，到江夏复之，设积酒薄祭，哭毙而去，不告姓名。一时会者4。方明士郭灵宗等数十人，闻之疑其孽也，乃选能言语生毛荣，轻骑追之，及于途，荣未设饭，共言稼穑之事。灵觉去，谓荣曰：为我谢郭灵宗，大树将颠，非一省所为，何谓戚戚不黄？明楚二及灵宗有母忧，聂往调之，至生除一树于炉前而去。奚怪不知其故。灵宗曰：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。师不云乎？生除一树，其人如玉，僧无得以堪之。注一谢成书曰：聂诸公所辟虽不救，有死丧父及复调。常于家欲置鸡一只，以1两挠续自酒中，爆干以里鸡，进道所。其一外，以水自挠时有酒气，豆米饭白毛未戒，以鸡至前。坠酒毕，流液则去，不见丧主。注二颠仆也，为系也。欲时将衰寂，岂一人可能救邪？注三小雅白居师。子戒贤者，行所舍，主人之系虽薄，要救贤主人，其德如玉然也。灵帝初，玉仆轮聘聂，会卒10年72。子应自继登，笃行孝悌，亦隐居不仕。宜太守华心里请乡，见故并不义。2. 汉末寇贼从横，皆进应礼行，转相约敕，不犯其驴。建安中卒。PG 1422。注一谢成书曰：应少遭父母丧，致哀悔淬，呕血发病。服却隐居灵叟，躬耕稼穑，则诵经，凭据困乏，直至迷故，无受惠于人也。注二谓之曰：心自子于平原人。谓豫章太守，魏正清净，不凡，令人咸感而爱之。李谭自云：少姑继母严酷，谭氏之狱警，一味乡里所称。法养亲行道，终身不仕。注一谢成书曰：谭少丧父，公事继母。辛好继母，辛好酷烈。韩信纯孝，定省克勤，妻子供奉，寒苦直劳，不以为怨。得4。时贞万先以敬母，与徐孺子等海内列民无处事焉。姜公字伯怀，彭城广七人也。一家氏民族。二公与二弟仲、海、冀江俱以孝行者闻。其有爱天志，常共卧起。3即各取。7兄弟相恋，不能别请，以系4当立，乃帝往旧事。注一广七故城今橘州沛县东。注二谢成书曰：祖父豫章太守，复任丞相也。注三谢成书曰：公信笃孝，是继母克勤。母既年少，幼言立。公感凯风之孝，兄弟同辈而请，不入房事，以慰母心也。公博通五经，兼明心伟，使之远来就学者3000余人。诸公征加辟面，皆不就。二弟名声相似，亦不应征聘，时人慕之。公常与济江叶郡
夜于刀遇到，欲杀之。公兄弟更相争死，贼遂两世焉。一但掠夺衣资而已。既至郡中，见公无衣服，怪问其故。公 PG 1423托以他辞，终不言道。道闻而感悔，后乃就金卢二求见征军。公与相见，皆叩头谢罪，而还所掠物。公不受，劳以90而遣之。著一谢成书曰：公与即将据乘车行是野卢，为贼所劫，取其衣物，欲杀其兄弟。公谓道曰：弟年幼，父母所怜悯，又未聘娶，愿自杀身祭地。即将言：兄年的在前，家之珍宝，国之英俊，岂自受禄以待兄命？告即任曰：二君所谓贤人，吾等不良，妄相侵犯。勿而去。公车中上有数千钱，道不见也，使从者追以与之，亦复无受。公以物经历到手，因以复停利而去也。筑二金卢及金舍也。后与徐聂俱争，不至。桓帝乃下彭城，使画工图其形状。公卧于幽暗，以被掏面，一言换炫疾，不欲出风。公进不得见之。祝一涛臧也。中常侍曹节等专职朝事，新诸太傅陈波大将军窦武欲借宠贤德，以示希望，乃白征公为太守。公得诏，乃私告其友，曰：吾以虚获时，遂借升价。明明在上，犹当顾其本质。况今正在燕树，夫何谓哉？乃隐身遁命，远服海滨，再以玄勋，聘不救。即拜太中大夫，诏书至门，一公使家人对云久病，就医。遂雷服闲行，窜服青州界中，脉搏给食。诏命得断，家亦不知其处，历年乃还。年77，西平2年终于家。弟子陈刘操追穆公的共刊时送之。PG 1420著一谢成书曰：灵帝手笔下诏曰：公抗凌云之志，养浩然之气，以朕的薄，未肯降至。喜许犹不屈，王道未化。咦，其不挠周的不亏。周君以礼优顺，勿失其意。申屠盘，字子龙，陈留外黄人也。9岁丧父，哀悔过礼。服除不敬酒，入10余年。每祭日则3日不食。一注意海内先贤传曰：盘在一侧至甘露白质，以笑称。同郡勾氏女欲为父报仇，亦杀夫氏之党，立直狱以告外皇。令良配二配欲论杀狱。盘10年15，谓诸生进谏曰：欲之节义，足以感无耻之孙，积忍辱之子。不遭明时，上当表经。卢牧况在倾听而不加哀矜，配善其言，乃魏晏的简死论。散乡人称美之。注一钩，信也。注二序汉书曰：同县大女勾欲为从父报仇，杀夫之从母兄。李氏孤直欲以告立也。注三晏，秦也。嘉平雍为七公，郭灵宗见而其之。同郡蔡邕身重盘，及被周辟，乃辞让之曰：申屠盘摒弃玄妙，性敏心通，丧亲敬礼，几于毁灭。至行美义，人所先能。安平乐前，未到守贞，不为造失轻重，亦不为穷达一节。尔方之于庸，以耻则长，以德则贤。PG 1425注一律立志曰：同为物至今，不为造失寒暑变其节不。为风雨铺路改其形，介然有常，似于是君子之行。注二亦曰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后郡诏为主簿不行。一岁隐居经学，博贯5经，兼名徒。伪
时禹既因王子居同在太学，子居陵末，以身托盘，盘乃公。推辇车，送丧归乡里。欲私立从事于河拱之贤，二从事一之。魏风传护送，三盘不肯受，投传于地而去。是必还学。注一谢成书曰：盘前后征辟，文书西挂于树，出不顾免也。注200官制曰：私立从事使12人，至百担也。注3传为蝴蝶，使人间送之。太尉黄穷辟不救，及穷卒归葬江夏，四方名豪会帐下者6、7千人，宜互相谈论，莫有及盘者。为南郡一生与相仇对，既别执盘首曰：君非聘则征，如是相见于上京矣。韩伯然作色曰：使吾以子未可与言也，何以乃相居较乐贵之徒邪？二因镇守而去，不复语言。再举有道，不救。3注1帐下葬楚。注2乐因武孝反。注3谢成书曰：诏书令郡以礼发遣，盘到河南万岁亭者，元而选也。先是京师由是汝南范滂等非节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。一太学生征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，处事复用。韩独叹曰 ：P.G. 1426。习战国之事，处事横溢；二列国之王，至魏永会先驱；三族有坑儒烧书之祸，今之谓矣。乃绝弃于良当之贤，四因数位。乌字同庸人。武居2年，滂等果离党故，或死或刑者数百人。韩确然免于一论。后盘有人陈郡冯庸作事细狱，豫州牧黄婉玉杀之。或劝盘就庸，盘不肯行，曰：皇子眼为无故邪？未必。何罪？如不用无言，虽往何益？晚闻之，遂免庸罪。注一节为横议是非也，节或作平也。注2孟子曰：圣王不作，诸侯自行，处事横议。前书曰：秦既称帝，换周之败，以为起于处事横议，诸侯力争。因义曰：言犹横议而败之。注3史记邹衍如燕，昭王永会先驱，请列弟子之作而受。业。注节时公，申亲往师之。注4梁国有当县。注5谢成书曰：居蓬莱之事，依桑树以为动也。大将军何进连征不义，进必欲制之，使盘同郡黄中书劝曰：前幕府初开，至如先生，特加书礼，忧而不明，深以手笔设几丈之作。经过2载，而先生抗制弥高，所上异故。切论先生高洁有余，于实则未也。今颍川巡爽载，并再到北海正选北面受蜀，比起乐积千灾之时，不可抑郁也。袭人之隐，遭实则放声灭气，朝妻如为。亦其不遇也，则裸身大笑，被发狂歌。尔今先生处平壤。3游人闲，引典籍，袭衣裳，是一袭人，而欲远道其器，不亦难乎？恐事可失，何必守阳？4盘不答。注一放也，未声明也。朝妻谓朝父也。说文为4或也。P.G. 1427。注2楚辞曰：丧户裸行。史记曰：箕子被发扬狂。歌谓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也。注3攘地也。注4孔子使子路于隐者云：不是无益，长幼之节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如之，何其可废也？欲竭其身而乱大伦。守阳，宜其所隐山也。中平5年，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荣义陈季等14人并搏，事争不至。明年，董卓废立，盘及爽荣季等复据公车争，而为盘不到。
昔人咸劝之，盘笑而不应。居无己，爽等未着所。胁迫西都长安，京师扰乱。及大驾西迁，公卿多欲兵击，是家流散，戎等仅以身托。为盘处乱末，中权高至。年74，终于家。祝义荣字元长，赵之子也。见韶传。祝二续汉制曰：征爽为司空，荣为尚书，继位侍中。赞曰：称宝可怀，真奇难对。一道苟为运，礼用同废。与其侠妻，其若盟会。尔妻七硕人，临阿穷退。3韬服民资，干事因爱。4祝义称宝玉道德也。真其为明史也。对偶也。祝二盟会为事乱朝。祝三硕人为贤者。七疾病冒也。言贤者退而穷处。诗国风曰：考盘在阿，硕人之科。取邻曰阿，邻生也。科积也。科因苦歌反。祝四因神也。而游义也。PG 1428。后汉书卷54。杨震列传第44。辛浩子丙孙次曾孙彪玄孙修辛浩。杨震字伯起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八世祖喜，高祖时有功，封赤泉侯。义高祖长昭帝时为丞相，封安平侯。父保二喜欧。杨尚书。而平之士，隐居教授。居舍2年，与两公讲许居争，遂遁逃，不知所处。三光。武高其节。建武中，公车特征，老病不到，卒于家。注意史记曰：喜追杀项羽，以攻封。祝二续其邪记曰：宝年9岁时，至华阴山北，见一黄雀，为吃枭所搏，坠于树下，为蝼蚁所困。宝取之以归，至今乡中。为时黄花100余日，毛羽成，乃飞去。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：我西王母使者，君人爱救。整实感成绩，以白环4枚于宝，令君子孙洁白，未登3。是当如此还矣。祝三公胜自军兵，公舍自军欠，蒋许字福清，并以高节著名。见前书。郑少好学，受欧阳尚书于太常还狱，明经博览，无不穷究。诸儒谓之语曰：关西孔子杨伯起，常客居于湖，一步达州。郡里命数10年，二西人谓之晚暮，而政治欲堵。后有冠阙贤3。PG 1429。善于非及讲堂前，3都讲取于晋曰：舌善者，卿大夫服之。相也。数3者，法3台也。先生自此生矣。年50，乃使侍州。郡。祝义今胡城县。祝二续汉辛浩至，辛浩书辛浩曰：教授20余年，周请诏，数称并不就。少孤贫，独于母居，家地种植，以给供养诸生常有。祝种兰者，振者拔，更以具其后，乡里称孝也。祝3冠阴冠，即冠阙也。善阴善。韩子云：善似蛇。陈贤案，续汉及谢成书善字皆作川，然则善川。古字通也。善于长者不过3尺，皇帝黑文，故都讲云蛇川。卿大夫之福相也。郭璞云：善于长2、3丈，因之然反安。有冠阙能胜2、3丈乎？此谓善民矣。大将军邓至闻其贤而辟之，举茂才4000荆州刺史东来。太守方之郡到今昌邑，一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。夜见至夜怀金石经以一镇。镇曰：故人之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密曰：木业无知者。镇曰：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？密溃而出。
后转涿郡太守，幸公廉，不受私业。子孙常书时不行，故旧长者或欲令未开产业，朕不肯，曰：时后世称为清白立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后乎？祝义昌义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西北也。元初4年，征入魏太仆，迁太常。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时。PG 1430。朕举荐明经名士陈刘杨伦等，亦显传学业，诸如称之。祝义伦字仲环，谢成书云：见杨仲环等5人，各从家拜。博士。永宁元年，代刘恺为司徒。明年，邓太后崩，内宠始恒。安帝乳母王胜，因保养之情，元恩放自。圣子女伯荣出入宫业，传通监录。朕上书曰：臣闻正以的贤为本，礼以去秽为物。一是以唐虞郡邑在官，四兄流放，天上咸福，以致雍熙。二方。经久的卫士，三必姓冲庭。四阿母王胜出自建为，得遭千载。奉养圣公，虽有推造居师之情，吾前后赏惠，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，不知计及。六外交属托，扰乱天下，损入清朝臣典。日月。书借聘姬母名妻，师赐折父丧国。八袭正言公从母氏之欲，自交地之情，己至为国，然后加讨春秋贬之，以为师教。九夫女子小人，敬之喜，远之怨，实为难养。10亦曰无忧岁，在中馈。11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。一素出阿母，令居外舍，断绝伯荣，莫使往来，令恩德两隆。上下俱美，为陛下绝婉鸾之思，割不忍之心。12留神万机戒，慎败绝，减省县狱，损节征发，令也无鹤鸣之叹。13朝无小民之悔。14大东不兴于今。15老止不怨于夏。16你宗亡古，彼得哲亡，岂不休哉？奏谕帝以是阿母等，内姓皆怀愤恚。而伯荣交淫尤甚，与故昭阳侯刘护从兄因交通。17因遂以为妻，得袭护爵，位至侍中。朕深及之，复议缺上书，曰：臣闻高祖与偶臣曰：非功臣不得封，故今致父死子继。兄王弟急，以防篡也。18福建诏书封故昭阳侯刘护再从兄因袭，护爵魏侯。护同产地威，今犹健在。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。PG 1431。侯专爵有的，今因无陀公行，但以配阿母女，一时之贤继。魏世中又至封侯，不积旧制，不合经义，行人喧哗，百姓不安。陛下以揽尽既往，顺帝之责。书奏不省。注一墨子曰：夫上贤者，正本也。左传曰：为国者，如农夫之物去草焉。注二上书曰：四罪而天下咸服。又曰：离人于辨识。庸庶几贤兮。庸和也？兮广也。注三上书系游摩曰：一行有久的宽而利，柔而利，怨而攻，乱而进，扰而易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移。又曰：久的贤士，俊逸在官。注四是法曰：见而得爱曰必。注五孝经元神器曰：母之于子也，举养殷勤，推造居师，绝少分干也。注六左传曰：晋云氏有不才子，聚练积时，不知计及。注七聘此也。母雄也。尚书古人有言：聘姬无臣，聘姬之臣为家之所。注八师大雅曰：折夫成城，折父倾城。注九言公，庄公也，必明帝会改焉。左传郑庄公杀母弟，段称郑伯姬师教也。
注释论语曰：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也。注11家人卦6二爻辞也。郑玄注曰：二位阴爻得正于内，五阳爻也得正于外。由妇人自修正于内，丈夫修正于外。无忧岁，言妇人无感自岁也。爻体离，又护体坎，火位在下，水在上之象也。会时也，故云在中会也。PG 1432。注12施国封后人篇序曰：曹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。其诗曰：浣溪栾溪，妓女司机。浣少貌，栾好貌也。注13诗小雅序曰：鹤鸣，毁宣王也。郑玄注云：教周宣王求贤人之谓士者，其诗曰：鹤鸣于酒隙，声闻于也。言深隐而明著，欲贤者虽隐居，人贤知之。注14诗小雅序曰：小民，大夫毁事于乱也。小民者，言周幽王日小其民，损其政事，以至于乱。注15诗小雅序大东，次乱也。其诗曰：小东大东。注又其空。郑玄注云：小异于东，大异于东，言复练多也。注16诗大雅序曰：人劳，次利王也。其诗曰：人亦劳，指气可小康也。注17户泗水王舍之从曾孙。注18公羊传曰：刘子丹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？西周也。其言入何？篡此也。冬10月，王子猛卒，此谓于年之君。其称王子猛卒何？不于当也。不于当者，不与当父死子继兄。王帝即也。延光2年，代刘恺为太尉，帝就大鸿胪耿宝见中常侍李润。兄于朕，朕不从。宝乃自往后朕曰：李常是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保为船上一耳。仪朕曰：如朝廷欲令三府辟诏，故已有上书敕。遂拒不许保，大恨而去。皇后兄侄今无言显意见所亲厚于朕，朕又不从。司空刘寿闻之，二即辟此二人，旬日中皆见拔擢。由是朕亦见怨。注意言非己本心，传在上之意。注二汉官仪，寿字孟春，五原人。PG 1433。时赵遣使者大为阿母修地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运。本更相煽动，轻摇朝廷。朕复上书曰：臣闻古者9年耕必有3年之锄，故尧遭洪水，人无菜色。一臣伏念方经求害发起，靡靡滋甚，二百姓空虚，不能自善。众以明黄，羌虏超掠。3边阵扰，战斗之意至今未息，兵甲军粮不能复给。罢司农躺藏，匮乏待非社稷安宁之时。福建诏书为阿母兴起京城门内地舍。3合2为1，连理进阶。4雕修善事，穷极巧计。今剩下土王，而攻山采石，其大将。左校别部将作何数十处，五转相破促，未废惧意。周广谢运。兄弟与国无废府之业之属，亦以尽信奸佞之人与樊丰王勇等分威共权，属托州郡，轻动大臣。在司辟诏承望旨意，招来海内贪污之人，受其贿赂，致有赃故弃市之徒，复得显用。6白黑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欢华。咸曰财货上流，为朝节。姬臣闻诗言：上之所取，财尽则怨，利尽则叛。愿叛之，人不可复使，故曰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7为陛下度之。
风韵等见朕廉妾见不从，无所顾忌，遂诈作诏书条。发司农前古大将见图财木，各起家舍原池卢官，亦废无。数注一言有除去，人无食菜之饥色也。注二靡靡犹稍稍也，为梦诗曰靡靡其诗也。注三京城门，洛阳南面西头门也。注四河两房而为一宅，里及房也。注五续汉至江作大将至2000石，左校令至600石。注六有臧会禁锢之人也。注七论语有若对鲁哀公之词。pg 1434。朕因地震，复上书曰：臣蒙恩被台府，不能奉宣政化。调和阴阳，去年10辛亥1、辛亥2月4日，京师地动。臣闻师言，地者应惊，当安静城阳。而今动摇者，应道圣也。其日戊辰，三者皆土，位在中宫。亦此忠臣尽官胜于持权用事之相也。臣服为陛下以边境为宁，公自菲薄，宫殿原屋轻以支柱，而以二无所兴造，欲令远近贤之政化之清流，商议之意义也。三而亲近信臣，为重断经。四交易于法，多请图示，胜修地舍，卖弄微服。道路欢华，昔所闻见。地动之变，尽在城郭，待为此发。又冬无宿雪春，节未与百僚交心，而善修不止，诚至汉之争也。书曰：见衡阳若，臣无作威作福御时。五为陛下奋干刚之的六气交，奢之臣，以掩妖言之口，奉承皇天之戒，无令威服久夷于下。注一物干臣之皆徒也，并地动，故言三者。注二以邪也。注因主反。注三师商宋商议，四方之极也。注四义系辞曰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言邪佞之臣，不与上同心。注五尚书洪范之辞也。见差也。若顺也，君行见差，则长阳顺之也。言为君的专微服，为美食。注六义曰：大哉干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朕前后所上，转有妾制，地计不平之，而凡风等皆侧目愤。愿具以其名儒，未敢加害。寻有何贤男子赵腾义阙上书指，臣得失，帝发怒，遂收考诏谕，节以往上不到。朕复上书就之，曰：臣闻尧舜之事，见古谤木，立之于朝。亦因周哲王小 pg 1435。人曰立，则孩自尽的。二所以达聪明，开不会，博采复兴进，即下情也。今赵腾所作击节谤语畏罪，与首任犯法有差。岂谓窥除权腾之命，以诱除饶于人之言。三帝不省，腾进服师，都市。注一帝王纪曰：尧之敢谏之鼓，顺利诽谤之目。注二尚书曰：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敌者，决或告之曰：小人怨女立女，则皇自尽的也。注三于西也。诗曰：寻于除饶。左氏传曰：听于人之谋也。会3年春，东巡代宗樊丰等因成于在外，进修地宅镇。不愿高书赵大将令时考校之，翼德丰等所诈下诏书，具奏须行还上之。丰等闻，黄部会太史严兴变逆行，遂共赠朕云：自赵腾死后，深用怨怼。二且邓氏故吏，有悔恨之心。三及车驾行还，便识太学，四夜遣使者册收镇太尉应寿于市柴门绝宾客。丰等复恶之，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镇大臣不服罪，怀会望有诏遣归本郡。
朕行至城西及阳亭，乃慷慨为其诸子门。人曰：吾死者是之常分，吾蒙恩居上司，及奸臣狡猾而不能。诸恶婢女侵乱而不能尽，何面目复见日月？生死之日已杂，目未观，不单被财足盖行，勿归一次，勿设祭祠。因饮丹耳，卒时年70余。弘农太守宜良6成樊丰等旨，潜立于陕县留。平镇丧，入关道侧，七腾镇诸子带游行书，道路皆为允替。8. 注一使为府吏也，注二对怨怒也，注三镇出邓至辟之，故曰故吏。注四且于太学代及12后入也，故曰辨识。前书辨识上 PG 1436，临延寿门也。注五慷慨悲叹。注六风俗通曰：其公子雍食菜于夷，其后是焉。注七谢成书曰：镇灵梅为诸子以牛车雹则，载救海归。注八说文，由晋上行书舍也。王雅曰：由义也。遂于顺帝即位，樊丰、周广等诸死，镇门生于放陈邑。亦缺追送镇事，朝廷咸称其中，乃下诏除二子魏郎，赠钱100万，以礼改葬于华阴同庭，亦远近必至。先葬10余日，有大鸟高帐。于即镇丧前，抚养悲鸣，泪下沾地，葬毕，乃飞去。郡以状。上210连有求议，帝感朕之往，乃下诏册曰：故太尉镇。正直是与壁匡时政，而轻盈典素，同资在凡。3上天降威，求省屡作，尔不尔是为朕之故。朕之不得用章绝救，山崩。动者我其为哉。四经使太守程以中劳具辞，浑而有灵，躺其心想。于是时人立时鸟象于其墓所。注一墓在今潼关西大道之北，其碑尚存。注二序汉书曰：大鸟来止庭树，下地安行道就前，正立。低头泪出。昔人更共魔府抱持，终不惊骇。谢成书曰：其鸟五色，高丈于2翼，长2丈3尺，人莫知其名也。注三凡，凡也。诗云：盈盈轻盈，止于凡，楷替君子。无信谗言，轻盈乌白使黑，乌黑使白，欲令人辩乱善恶也。注四礼记曰：孔子江中歌曰：泰山其颓乎？梁木其坏乎？朕之被赠也，高书得罪，以简死论。及朕世显书，拜侍御史，至荆州刺史。朕五子，长子木，父播乡。1 PG 1437。注一父播，现属汝南郡。穆孙齐，灵帝时魏世中，帝常从容问其曰：朕何如桓帝？对曰：陛下之于桓帝，亦由于顺彼的唐尧。帝不悦曰：卿强相真阳镇子孙，亦死后必复至大鸟矣。初为汝南太守。帝崩后，复入魏世中篡位，从献帝西迁，有功勤。及李傕挟帝归其营，其与黄门侍郎钟繇又绝不取将送宴。杨昂令反决，决有此孤弱，帝乃得东。二后喜都许，追封其子，亮为阳城亭侯。3注意强项，言不低屈也。光武为董宣为强项令也。注二位制曰：犹为黄门侍郎，决挟天子，有与尚书郎韩冰同策谋。天子得出长安，有立焉。注三亮旧宅在文乡县西南。镇少子凤，凤子夫笃志博闻，译者以为能事其家。夫早卒，子熙一传先业，以业者仆射从献帝入关，累迁御史中丞。及帝东还，夜走渡河，西律诸官属部从至太阳，拜侍中。一见安2年，追前功封铆亭侯。2
驻宜太阳县属河东郡。驻两郡国治桃林县有卯乡，因莫劳反。镇中子丙，丙字熟节，少传父业，皆明经世义，博通书传，常隐居教。寿年40余，乃应司空辟，拜代御史，平出卫御京徐。演四州刺史，迁任丞相。自卫刺史2000时，即日受奉于禄。PG 1438，不入司门，故立积钱100万遗之，闭门不受。以廉节称。桓帝即位，以明尚书征入劝讲，以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，迁侍中尚书。历时为行，思过幸河南尹梁应府舍。20日大封拔树纣。婚，丙因上书谏曰：臣闻瑞游的志，求应士生。传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所。诏3天不言语，以求议浅告，是以孔子训雷锋烈必有变动。诗云：敬天之威，不敢驱驰。4. 王者至尊，出入有常，紧闭而行，进士而止，五字非娇妙。至是则鸾其不驾。6故诗称自交卒公，7亦曰王驾有。妙，至孝祥也。8诸侯如臣之家，春秋上列其戒，酒况以先。王法服而私出盘游。10将乱尊卑，等威无序。11是颤首空宫。伏羲为女妾，设有非常之变，任张之谋。12上负先帝，下回米。即臣亦是受恩。13得被纳言。14又以薄学充在讲情，特蒙哀事，见诏日月，恩重命轻。亦使事死，感旦摧折，略陈其余。帝不纳，丙以病起退出，未又服封。太尉黄琼袭其去朝廷，上禀劝讲帷幄，不宜外迁。刘拜光禄大夫。是时大将军梁冀用权，丙称病。6年即诸后，乃拜太仆，迁太常。著一劝讲，由是讲也。著2印，梁冀子也。著3左传明子马之词。著4诗大雅曰：敬天之怒，无敢细欲；敬天之余，无敢持。屈于此文稍异也。著5弊，指行人也。进士谓先使清功也。前书音译曰汉，有进士令也。PG 1439。著6汉官仪曰前驱有云罕，皮宣鸾骑车也。著7诗大雅云汉之词也。交祭天也。著8翠卦辞也。驾至也。驾音格。著9左传，其庄公如崔杼之家，未著所杀也。著10法服位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星号。服星号12章。著11等威为威仪有等差也。左传曰贵有长尊，见有等威也。著12前书曰代郡太守任宣作谋反诛，宣子张为攻车城亡。在渭城界中，叶玄福入庙居郎贤，执己立于庙门，待上至狱，为逆发觉伏诛也。著13亦由众也。著14纳言尚书。延熙3年，白马令李云以见受罪，秉征之不能的作免官。微田里，历其年冬，复征拜河南尹。先是中常侍单超地匡未继。因太守以赃罪为刺史第5种所合窘急，乃陆克任方次兖州。从事谶语，是以见种传。及补的方，求系洛阳，匡虑丙当穷尽。其是密令方等的徒欲往走。尚书赵秉节则，秉对曰：春秋不诛李比而鲁多道，二方等无状，幸犹单匡。自执法之力，害奉公之臣，复令逃窜，宽纵最深，元恶大队，终为国害。其坎车真匡考核其事，则兼特宗序必可立的。而秉进作书作左，
孝以九汉射出。注以谢成书曰：丙免归，雅肃清简，加至平句，并日儿。10. 任成故孝廉仅律积钱100余万，就以降丙，丙闭门拒绝不受。注二左传曰：朱树其以7驴丘来奔，于是鲁多道。臣 PG 1440。咸案李比举国之君，恐别有所惧也。会日时，泰山太守黄甫圭等送丙中正，不以久役不用。有赵公车征丙及处士为着2人各称疾不至。有司并合丙者大不敬，请下所属正其罪。尚书令周瑾与尚书编韶议奏丙如。学士讲常在谦虚，遮隐居行义，以退让未捷。据征不至，成为侧席之望，然威仪退时，足以苟进之风。一夫明王之事，必有不召之臣，2圣朝弘养，宜用悠游之礼，可告在所属，欲以朝廷恩义。如遂不至，降议其罚。于是众争，乃到拜太常。注意师国封高阳师曰：退10自公，委公委公。退10位，简善也。从于公为正直顺于事也。委公委屈自得之貌。注二尧时许由与时伯承子高汤时务光等。5年冬，代刘举为太尉。是时宦官方赤任人及子弟为官，一不满天下，竟为贪淫，朝野皆怨。丙与司空周瑾上言，内外吏职多非其人，自亲所征，皆特拜不仕，至盗窃纵自怨。宋分错，就典忠臣子弟不得居为丙役，而今之业宾客不列职。属或年少庸人，典具守宰，上下愤患，四方仇毒，可尊用旧。张退贪残，塞求谤，请下司立校尉，重2000石，2000石成。蒙武营校尉北军中后各时何所部，应当斥罢，自以状言。三府连察有遗漏，续上，必从之。于是丙调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晏苑、青州刺史杨亮、辽东太守孙宣等50余人，或死或免，天下莫不肃然。注一任为保任。PG 1441。时郡国际力多留拜魏郎，丙上言3属见郎700余人，一躺。臧空虚，服食者稀，而不良守乡，欲因国未迟，焦灼幸会。以绝横败，以塞觊觎之端。2自此中还帝事，既力无复留拜者。注一3属郎，解建安帝纪。注二左传曰：下无忌虞。杜预注曰：无忌望上位。7年，南巡园陵，特召丙从。南阳太守张彪与弟为时有旧。奔以车驾当至，因谤发条多以入司。丙闻之，下书则让京。州刺史以状复延公府，一即行至南阳，左右并通监吏诏书，多所除败。丙复上书谏曰：臣闻先王建国，顺天治官。2太为姬兴，名为郎尉，3入奉肃忏，出牧百姓。系陶介于在于官人。自清者道路拜除，恩加数例，决以获成，化有此拜所。以俗夫相义，白居远士，武穆穆清朝，远近莫观。一个不忍之，奔以断求狱之路。于是诏除，乃止。注意南阳郡、荆州所部也。注二上书曰：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摄都。孔安国注云：天有日，月北斗，五星28宿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。明王奉顺此道，建国摄都。注3史记天官书曰：太为公武帝作，后具25星未然。曰郎尉，姬具也。注4尚书系陶介顺曰：在之人，在官人也。注5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庶人不义。师小雅曰：矫
较白驹，使我苗所谓一人于燕逍遥。言宣王官失其人，贤者乘白驹而去之。PG 1442。时中常侍侯览帝参为益州刺史，累有赃罪，暴虐益州。明年丙合奏参，砍车争议廷尉。参惶恐，盗自杀。帝丙因奏览及中常侍具怨曰：臣暗国。旧典宦庶之官，本在给使省榻，私昏守业，而今委受过宠，执政操权。其阿谀取容者，则因公罗举，以报私贿。有忤逆于兴者，必求事重伤，肆其凶愤。居法王宫，复拟国家，饮食疾。遥指仆妾淫玩素，虽既是专虏，然侯善情，何以上资？二案，中常侍侯览帝参，贪残元恶，自取祸灭。览固之信众，必有自疑之意。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。袭一公行秉处之父，夺言职之妻，而使二人生成，足有烛中之难。春秋书之，以为治戒。三盖正瞻来而国乱，四宁放而息服。四以此观之，容可近乎？览夷及平赤，投币星号，有星号、星号柴、星号虎。吾若思之人，非恩所诱，请免官送归本郡。书奏尚书赵对秉院属曰：六公府外职。而奏何进官？经典汉志有故事乎？秉使对曰：春秋赵鞅矣。晋阳之甲，逐君策之恶。七传曰：除君之恶，为立世事。八邓通谢曼，申屠加赵通节则，文帝从而请之。九汉事故事，三公之职无所不统。尚书不能节，必不得，以尽免揽官而消怨国。每朝廷有的失，则尽中归谏多见骂用。注一谢成书曰：秉奏参取受罪赃累役。赃科男子张优，居魏副士，参横加非罪，云造讹言，杀幽家8人，没入庐宅。又与同郡诸生李元之官，共饮酒，醉饱之后，系故相犯诬言。有淫特之罪，应时垂杀。以人臣之事，行桀纣之态，伤和逆礼。痛感天地，宜当阙池，以谢益州。又曰今赵引元逢于长安，客舍中得参众车300余乘，金银珍万，不可称计。著两记事，鲁卿是专鲁政。孔子曰：季氏附于周公。PG 1443。史记曰：然侯未然者，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，为秦相国耻父于王室，上尤家也。著三左传曰：其义公之谓公子也，与秉处之父争田福盛。即位，乃决而悦之，而使处仆。骂言直之妻，而使直参城。夏5月，公游于深池，处以扑斥直，直怒，处曰：人夺汝妻而不怒，宜斥汝，庸何伤？直曰：与悦其父而弗能并者何？汝乃谋杀一公，纳诸竹中，归舍绝而行也。著四公羊传曰：正瞻自其逃来，何以书？甚宁也，曰宁。人来矣。后鲁庄公娶其淫女，卒为后拜。四宁即四兄也。著五婢于也。师小雅曰：取彼赠人，投必柴虎。著六赵秉院属问之。著七公羊传曰：赵鞅取晋阳之甲，以逐巡营，是极赦。何谓此？逐君策之恶人也。著八左传曰：晋4人批言也。著九前书邓通，文帝姓陈，魏太中大夫，居上傍怠慢。成相申屠加罢朝，作府中。赵通至，不畏礼，则曰：通小臣。系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通顿首，手尽出血。上使持节诏。通而谢丞相，此无弄臣，均视之。秉性不饮酒，又早丧夫人，遂不复娶，所在以纯白称。
常从容言曰：我有3不惑9色财也。8年薨，10年妻，14赐银裴林，子赐4字博献，少传家学，笃志博文，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。不达州郡里命，后邳大将军梁继父，非其好也。初除陈仓令，因病不行，公车政不至，连辞3公之命。后以司空高帝在迁，侍中越骑校尉。建宁初，灵帝当授学赵太傅，3公选通尚书桓君张巨素。PG 1444。有重名者，3公举赐，乃是讲于华光殿中。1000少府光禄勋，筑一洛阳宫殿，名曰华光殿，在崇光殿北。西平元年，清贡建御作，帝以问赐，赐上封谥曰陈文。和气至祥，乖气至求，修征则5福印，宜就征则6吉制。2夫善不忘来，求不空发。往者心有所为，亦有所想，虽未行颜色，而5星以之推移，阴阳为其变度，以此而观，天之与人，岂不福哉？尚书曰：天其乎人，驾我1日，是其明征也。3夫黄极不见，则有蛇龙之孽。4是云：为毁为蛇，女子之享。5故春秋2蛇斗于正门，昭公代以女拜。6康王一朝宴起，官徽见己而坐。7夫女夜行则缠夫昌，缠夫昌则包居通，故因。康以之自戒，终继抗汉之求。8为陛下司干纲之道，别内外之宜，崇帝以之制，受元吉之旨，9议皇甫之权，歌宴妻之爱。10则蛇便可消，真祥利应。鹦鹉宋景，其事甚明。11祝一休，美也。征宴也。5福，1曰寿，2曰富，3曰康宁，4曰友好的，5曰考中命。祝2就恶也。6吉，1曰凶短折，2曰吉，3曰忧，4曰平，5曰恶，6曰弱。并见尚书。祝3我为君也。天意欲整其于人，必驾于君也。今尚书文，驾作弊，弊失也。意一通。祝4弘范5行传曰：黄大也，吉中也，见利也，孽求也。君不合大中，是谓不利。蛇龙阴类也。祝5失小雅也。毁蛇血居阴之类，故为女子之享也。祝6弘范5行传曰：初郑立公结相继众而篡兄昭公，立魏正君。后雍却之难，立公出奔，郑人立昭公。既立内蛇。PG 1445。与外蛇斗正南门中，内蛇死。是时傅瑕是于正，欲内立功，故内蛇死者，昭公将败，立功将胜之象也。是时昭公一不恩施惠，以抚百姓，举贤崇德以立偶臣，观察左右，以省奸谋，则内便不得生，外谋无由其矣。昭公不决，果杀于傅瑕，2子死而立功入，此其效也。诗云：为毁为蛇，女子之享。正昭公代以女子败矣。祝妻前书曰：佩玉燕明，官徽探之。因义曰：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。周康王后不然，故诗人叹而伤之。此事见鲁诗，今王诗也。祝八说婉曰：汤自伐桀后，大汉7年，洛川桀，使人驰。3足鼎筑于山川曰：正不节邪？使人疾邪？包居行邪？禅夫昌邪？公室容邪？女夜行邪？何不与之极？言未已而天大雨。祝9议太卦6五曰：帝以归妹，以指元吉也。祝10宴妻周幽王后秀嗣也。
皇甫卿士等皆后之党用后，必宠而居位也。诗曰：皇甫卿士，燕栖山方处也。注11因王太戊时，桑谷共生于朝，修德而桑谷死。景公时，荧惑守心，修德而心退舍，并见《史记》2年，代唐真谓司空，以求一免。复拜光禄大夫，至仲2千5年，代元委卫司徒。是时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第，好为行，犹幸外院。自复上书曰：臣闻天生争名，不能自理。一故立军长史司慕之，2是以唐于兢兢业业，3周文日号不暇，4名善数官，君亦在职，3载考绩，无以官爵成。而今所叙，用无陀的有形役者，旬日累迁，守真之徒，历载不转，劳役无别，善恶同流，北山之师，所谓训作。6又文数为行出信院 PG 1446。又观鹰犬之意，及盘游之荒，7正是日堕8。大化灵歌，陛下不顾2祖之情旨，9追慕5宗之美宗10。而欲以望太平，是由取表而欲止景，却行而求及前人也。11夷绝漫采之细，念官人之重，歌用板之恩，胜冠于之次。12无令。丑女有4代之叹。13遐而有愤怨之声。陈受恩偏特，忝任师父，不敢自同凡尘，阔囊必救。14谨自手书密上。注一征西也，注2司主也，牧羊也，注3京津戒慎，夜夜为据。上书系陶模曰：京津夜，夜1日2日万机。注4上书曰：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仄，服黄霞时。注5上书曰：3载考绩，处置幽冥也。注6诗小雅曰：至彼北山，言采旗。携世子朝夕，从事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注7盘乐也。诗曰：盘于油田。书曰：内作色荒，外作秦荒。注8许归反。注9 2祖高祖光武也。诗曰：文王继秦止。注10文帝太宗，武帝世宗，宣帝中宗，明帝显宗，章帝肃宗也。注11孙卿子曰：游历往目而求其隐之旨也。韩诗外传曰：夫明镜所以照行也，王古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恶王古之恶，而不知修今之善，恶王古之所以为王，而不知习积其所以安存，则无以异乎滥行而求代于前人也。注12版为诏书也。一波卦曰：冠于以攻人宠。言王者欲攻人，如冠于之有次序也。PG 1447。注13刘向烈女传曰：钟离春者，其无言义之女，齐宣王之正后也。其为人也，己丑无双，就头深目，长壮大节，昂鼻，结喉，肥相少发，折出胸，皮肤若漆。年40，行驾不受字。叶宣王举手抚膝曰：待哉！待哉！曰：今王之国，西有恒秦之患，南有强楚之仇，外有2国之难。一旦山陵崩，社稷不安，此一代也。建台5众，万人罢疾，此2代也。贤者服逆于山陵，产于者强于左右，此3代也。饮酒神免，以业祭纣，外部修诸侯之礼，内部秉国家之政，此4代也。注14或节也。亦曰：阔囊无咎无欲，后作辟党人免。复拜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有红泥骤降于嘉德殿前，一地恶之，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京商门崇的属2。使中常代曹节，王府问以降议祸府所在。
自仰天而叹未解等。曰：吾每读章与传，未尝不愤会叹息，既不能节中尽情，即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，岂海女案？三诸犹豫的上方斩马剑矣，礼之故其已也。四吾以为博之学，充先师之末，累世见宠。吾以报国，委当大问，死而后已。乃书对曰：臣闻之经传，或得神以昌，或得神以亡。五国家修明，则见其德；邪僻混乱，则是其祸。经殿前之气，应为红泥，皆妖邪所生，不正之象，诗人所谓地动者也。六余中服经曰：泥之笔，无得以色清。七方经内多必信，万仞小臣上下并院，喧哗迎路，是以求。一屡见，前后叮咛，今复投泥，可谓属矣。罢按春秋谶曰：天投泥，天下怨。海内乱，9家400之旗，亦复垂棘。实袭红冠牛山，管仲剑。桓公无今非公。11亦曰：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则之。12金切应鄙人焉隐之徒。PG 1448，共专国朝，期往日月。右红东门下，朝会偶小造作复说矣。重传小记见宠于时。13如欢都共公更相见说。14寻月之贤，并各拔擢，乐松楚长伯任之居纳言。便简两古句以变辟之性，宁变之心，各受封爵不次之宠。而令近身之徒伪服3亩，口诵尧舜之言，身道绝俗之行，弃捐。勾惑不见待及。冠吕导义，临古代楚。15从小人之邪义，顺无知之私欲，不念板荡之作，毁义之戒。16待灾之为，莫过于今。17信赖皇天垂象浅告。周书曰：天子见怪则修的诛，侯见怪则修正，卿大夫见怪则修直，是庶人见怪则修身。为陛下甚经典之戒，图变复之道。18致远佞巧之臣，素征鹤鸣之。是内卿张仲，外任山府。19断绝齿衣，一指盘游，留司庶正。吾敢代皇，既上天还威，西便可米。老臣过受师父之任，庶蒙宠义之恩，岂敢爱惜垂眉之年，而不尽其楼楼之心哉？20书奏圣武曹节等。蔡邕作直对抵罪，喜朔方。自以师父之恩，故得免救。著一洛阳记，殿在九龙门内。郭景纯著尔雅曰：双出。色千圣者为雄，曰红。安者为慈，曰倪。著二代言之西征记曰：太极殿西有经商门。著3章与成帝时为丞相，以师父恩于美籍者以起居。闻车驾日临问之，拜与末下。与顿首谢恩，言老臣有4男，一女爱女甚于男。远家为张掖太守萧贤妻，不生父子私情，私与女相近。上即时喜贤为弘农太守，又与少子未有官。上临后与数是其少子，上即与末下拜为黄门给事中也。著4朱云自由。张瑜以帝师尊重，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。云曰：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，臣愿得上方斩马剑，断佞臣衣。PG 1449，人头以立其余。上问谁也？对曰：安昌侯张宇。上方少府之属官也，作工玉器。故有斩马剑，立可以斩马也。并见前书。著吴左传曰：有神将于身，周内使过曰：国之将兴。云神将之，兼其德也。将亡，神又将之，观其恶也。故有的神以愚，亦有以亡。
国语曰：习下之心也。祝融降于崇山。其王也，回路幸于前岁。商之心也，筹物次于辛浩、平、辛浩丕。山。其王也，宜阳在目。周之心也，越卓名于其山。其衰也，杜伯奢亡于浩也。祝六韩诗序曰：地动，次奔女也。地动在东，莫之敢止。诗人言地动在东者，邪色成阳，人君淫逸之争。臣子为君复隐，臧故言莫之敢止。地因地，动因动。祝七义积览图中弗经之文也。彼类也。郑玄注曰：泥，邪气也。因无得以好色的亲信于阳也。祝八熟成也。祝九春秋言孔图曰：泥者斗之乱经也。师度投泥见。宋君注曰：投泥，投印也。祝时汉中于400年，解建献帝纪。注11春秋文要钩曰：白虹贯牛山。管仲谏曰：无敬非。公君恐失权。其侯大惧，退去色党，更立贤辅，使后出望。上牛山四面听之，以验神。宋君注曰：山，君谓也。红泥，阴气也。阴气贯之，君或于七党之象也。望未既以谢过也。流俗本山作声者，物也。注12上系之辞，则孝也。注13法言曰：富者，童子雕虫篆刻，壮夫不畏也。注14尚书欢兜曰：兜，共工方纠缠公。pg 1450。注15楚辞曰：冠履西杂楚。诗曰：高岸未个，深谷未陵也。注16诗大雅序曰：板，凡伯次立王也。其诗曰：上地板板，下人足丹。荡少穆公商周氏大坏也。其诗荡荡上地，下人之辟。又云：哀今之人，胡为悔意？注云：义容元也。悔意之性，见人则走。而哉今之人何谓如是？商时政也。注17无言之辞也，解见上。注18未变改而消复之。注19诗曰：张仲孝友。又曰：滚直有缺，众山伏补之。皆周宣王贤臣也。注20楼楼游秦秦也。因立侯反。其东行辟雍里，引次魏三老。复拜少府光禄勋，代刘。何谓司徒？帝欲造必归临昆苑，赐父尚书谏曰：妾闻使者病。初归度城南人田，欲以为愿。袭先王造右，才足以修3区之。礼新来除墓，皆悉往焉。先帝之制，左开红池，右作上陵。一部奢部曰：以合礼中。今委归交城之地，以为苑右，坏沃眼。二废田园，区居人，续禽兽，待非所谓若保赤子之意。三今城外之苑已有5、6，四可以逞情义，顺4节也。5宜为下与卑公，6太宗露台之意，7以为下民之劳。书奏帝谕旨，以问事中任之中常侍乐松。松等曰：袭文王之右百里，人以为小；其宣5里，人以为大。8经与百姓共之，无害于政也。帝曰：遂令筑苑。注意红池在洛阳东，上陵在西。注2杜预注左传曰：眼沃平美之地也。pg 1451。注3书曰：若保赤子，为人其康义也。注4杨家元年起西苑，延熙2年造显阳苑。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、上林苑。桓帝延熙元年置弘的苑也。注5骋快也。4节魏春搜夏苗秋显东寿也。注6孔子曰：与恶衣服，卑公事也。
注七文帝欲作露台，赵将计之，值百金。帝曰：百金中，人10家之产。吾奉先帝公事，常恐修之，何以台位也？注八孟子齐宣王问曰：文王之右方70里，人有以为小；寡人之右方40里，人有以为大，何也？曰：文王之右方70里，除尧者往焉，至兔者往焉，与人同之，人以为小不？亦宜乎？子云：文王100里，齐宣5里，与孟子不同也。4年，赐以并罢。居吴和拜太常，赵赐御府衣一袭一。自所服冠则受，玉壶隔带金错钩佩。2. 注意衣单复句曰袭。注2金错，以金弦错其文。5年冬，复拜太尉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赐被诏会议议。审核窃见无止，因以寇贼免。先是黄巾率张角等执左道，称大贤，以狂要百姓，天下抢。复归之。次时在司徒赵苑刘陶告曰：张角等遭赦不悔，而稍一滋慢，今若下州郡捕讨，恐更骚扰，速成其患。且欲切斥。自使2000石，简别留人，各户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。其渠帅可不劳而定，何如？陶对曰：此孙子所谓不战耳。屈人之兵，妙胜之术也。一次遂上书言之。会去尉是刘忠。PG 1452。二后帝喜南宫，阅录故事，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世讲注集3。乃感悟，下诏封赐临晋侯1500户。4初，赐与太尉刘宽。司空张继武并入侍讲，自以不宜独受封赏，尚书院分户一余。宽记帝加叹，复封宽及继子，拜赐尚书令。数日出为廷尉。自以待非法家，言曰：三后成功，唯因于民，系逃不与焉。拜令之也。6. 遂故辞，以特进就地。注意孙子曰：未战而妙胜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不生，得算少也。注2位所论事留在境中，未施用之。注3所著之辑录。注4临晋，现属冯邑，故城在今同州朝邑县西南。注5季字元江，系阳人也。张兴号，府兴号仆曾孙。注6令持也。因胜也。尚书曰：伯夷将典，折人为行，与平水土，主名山川，既将播种，农植家谷，三后成功。唯因于人，言系逃不遇其数者，盖耻之。2年9月，复代张温为司空。其月薨。天子素服3日布。临朝赠东原子气岁服，赐钱300万，布500匹。策曰：故。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，酒的纯备，依3叶宰相，辅国以终。朕袭初载，受到帷幄，2岁皆成勋，以至大游。师范之功，昭于内外，庶官之务，劳役勤止。7在清校，书未特进，五登滚直，米南一宁。虽受毛土，未达爵勋，折人。其尾将谁资度？朕甚惧焉。散礼射书等物有服章。今始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未特进，4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。即葬，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，兰台令使10人发与临骑轻车。PG 1453。届世武前后不鼓吹，右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，送至就营。6公卿以下会葬。是文列侯。及小祥又会焉。子彪4。7注一挺生也。九德即系陶摩九德。注2师大雅曰：文王出载。毛长注云：载是也。注3礼记曰：孔子父守义杖，逍遥于门，歌曰泰山。
其颓乎？良木其坏乎？哲人其伪乎？注四前书，张禹未成。相以老爸就地，以列侯朝朔望，魏特进见礼如丞相。汉杂事曰：诸侯功德优胜，朝廷所敬意，赐魏特进在岑公下。注五序汉制，轻车古之战车也，动诸轮于不惊不盖。兹毛戟状徽，兹因侧是反，兹未差也。注六序汉制，三公列侯车，以鹿、伏熊、黑帆诸班轮。陆文飞灵，九游将龙，其力四人，皆代持其己为前列300。时常导从至门下武力，贼曹公曹皆代车道，主不主计。两车未从也。注七里欠而小降，又欠而大降。郑玄注曰：降，吉也，言其见及吉也。标字文先，少传家学。初举孝廉，周举茂才，辟公府阶。故因西平中以博习旧闻，公车征拜一郎1000侍中京兆。引光和中，黄门令王府使门生于郡借孤阙官财物7000余万。二标发其间，言之私利。司隶校尉杨求因此奏诸府，天下莫不窃心。征还尉侍中武关中郎将，迁颍川南阳太守，复拜事。众3000永乐少府太仆忏尉。PG 1454。注意华教书曰：与马日低卢植蔡邕等著作东关。注二华教书曰：府使门生王巧孤阙。解建陵地记。中平6年，代董卓为司空，其东代黄琬为司徒。明年，关东兵起，董卓惧，欲迁都以为其难。亦乃大会公卿议曰：高祖都关中时有一事，光武攻洛阳，于今一时是矣。安石褒趁以喜都长安，以应天人之意。百官无敢言者。标曰：宜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故盘庚5000，因民虚怨。二辛号袭辛号关，中遭王莽变乱，宫室焚荡，民庶涂炭，百不一在。光武受命，更都洛邑。今天下无虞，三百姓乐安，民公建立圣主光隆汉。作无故捐宗庙，弃园林，恐百姓惊动，必有糜费之乱。40。褒士称要挟之书，岂可信用？卓曰：关中肥饶，故秦的并吞6国。且陇右财木自出，治之甚易。右渡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陈数千所，并攻营之。可使一招而变，百姓何足与议？若有前滥，我以大兵驱之，可令益沧海。武标曰：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甚难，为民功虑焉。着作色曰：公欲举国计邪？右太尉黄琬曰：此国之大事，杨公之言得无可思。着不答。司空荀爽见着异状，恐害标等，因从容言曰：相国岂乐此邪？山东兵起，非一日可尽，故当迁以图之，此秦汉之意也。着一小解。爽思谓。标曰：诸君兼争不止，或必有归，故无不畏也。亦罢着。使司隶校尉宣波以求议奏免宛标等，亦缺谢及拜光禄大夫。10余日，迁大鸿胪，从入关，转少府太常，以并免。复未经，诏引光禄勋，再迁光禄大夫。3年秋，代淳于嘉为司空，以地正免。复拜太常。兴平元年，代朱喜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及李傕郭汜之乱，标进节忏。主其躯为难之嫌，己不免于害。余在董卓船，及车驾还洛阳。PG 1455。副手尚书令，注意为毕也。注两盘庚，因王之名也。须乡也。迁都于亳，因人相与。
怨恨。夯千帛重丁千销，何胆甲居乡，足以居梗并班庚午也。注三余度也，言无可度之事也。书曰四方无余。注四如弥州之废也。诗曰如废如耕。注五言不敢避险难也。注六举直也。建安元年，从东都许。时天子兴迁，大会公卿，兖州刺史。曹操上殿，见标色不悦，恐于此图之，未得宴射，托疾如厕。因出还迎，标以即罢。时袁术渐乱，操托标与术婚姻，诬以狱。图废制，奏收下狱，何以大逆？将作大将孔融闻之，不及朝服。往见操曰：益阳公嗣是卿德，海内所瞻。周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二况以袁氏归罪阳公，亦称积善于庆，图欺人耳。三操曰：此国家之义。荣曰：假使成王杀少公、周公，可得言不知邪？今天下因蕤尽身嗣，所以瞻仰明公者，以公聪明人治，辅相汉朝举直错罔，治之庸兮也。今横杀无辜，则海内官听谁不解体？吾恐荣辱，国男子明日便当服役而去，不复朝矣。六操不得已，遂礼出标。注以献帝春秋曰：荣见操曰：行之不滥，君之明也。杨彪获罪，惧者甚稀。注二左传曰：康告曰：父不辞，子不知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注三义文言 PG 1456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注四说文曰：因冠所也。郑玄注礼记曰：蕤冠，是也；身带也；镜插也，插户于身也。或作镜者，浅赤颜带之色。注五左传曰：季文子谓晋韩川曰：四方诸侯，谁不解体？杜预注曰：言不复肃静也。注六若以非罪杀标，荣则还为鲁国一男子，不复更来朝也。4年复拜太常，10年免。11年朱以恩则为侯者皆夺封。立标见汉作江中，遂称公鸾不复行，积10年。后子修谓曹，操所杀。操见标问曰：公何受之甚？对曰：愧无日低先见之名，犹怀老牛氏独之爱。二操谓之改容。注一标复次，以师父封临晋侯。注二前书曰：今日低子2人，武帝所爱，以为弄儿。其后弄儿壮大不仅，自殿下与宫人戏，日低事见之，恶其淫乱，遂杀弄儿。修自得祖，好学有俊才，为丞相曹操主簿，宜用事曹氏。及操自平汉中，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，欲守之又难为公护军，不知进止何一。操于是出教，为曰积乐而已。外曹莫能晓。修读曰：夫积乐，食之则无所得，弃之则如可惜，功归既绝矣。乃另外白稍言操于此回师。修之己绝，多有此类。修又常出行，酬操有问外事，乃宁未答记，是守舍耳。若有令，初依次通之，继而果然。如是者3，操怪其素，使连之。之状2于此既修，且以袁术之生，虑为后患，遂因事杀之。3 PG 1457注一点略曰：修建安中举孝廉，除郎中，丞相秦属仓。曹属主簿。是时军国多事，修总之内外事，皆称义。自谓太子。以下并征与交好。注2连察也。注3续汉书曰：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引罪共宰，从司马门出谤善燕陵侯张。太祖闻之大怒，故遂收杀之。10年4 15矣。
修所着赋、颂、碑、赞、诗、哀、词、表、记、书凡15篇。即为文帝受禅，欲以标为太尉，先前使示旨。标辞曰：标被汉3公，遭事侵乱，不能有所补益。茂年被病，其可赞。为卿之朝，遂故辞。乃授光禄大夫，赐几丈衣袍，亦应朝会。引荐令标着不单衣，鹿皮冠，杖而入，待以宾客之礼。年84，黄初6年卒于家。自镇治标，4世太尉，得业。相继与元氏俱为东京民族云。2. 注一去汉书曰：为文帝诏曰，先王至几丈之赐，所以兵。李黄狗。太尉杨彪，乃祖以来是著名基，其次公延年丈。延请之日便使杖入也。著二华教书曰：东京杨氏、元氏、累世宰相，为汉民族。然元氏车马衣服极为奢见，能守家风，为世所归，不及杨氏也。论曰：孔子称为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必诚以附和之计，不可以虚冒。2崇高之位，忧重则深也。言光之前，正位上乡，抗直方以临权往。3先公道而后声明，可谓怀王臣之节，4世所任之体矣。遂累业载的5季种宰相，幸哉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先 PG 1458，是为平方之灭矣。6注意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也。相扶持者，欲臣当辅君也。注2附和之计，周公或光之仇。注3坤6 2曰：直方大不习，无不利也。注4亦曰：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。注5亦曰：得机在，载重也。注6为贤，平当父子并相继为丞相。赞曰：杨氏载的仍是柱国。一正位4之，秉去3祸。4亦无会标成匪特。3修虽才子，与我纯则。3注一言是为国助臣也。注2特差也。注3于变也。PG 1459。后汉书卷55。章帝八王传第45。孝章皇帝八子，宋贵人生清河孝王庆，梁贵人生和帝申。贵人生继北惠王寿，和贤孝王开，四王不宰母氏。迁成真王抗，建初4年封。和帝即位，以抗长兄，甚见尊。李历15年薨，子宠嗣，一名伏胡。永元7年，改国名乐安。历28年，薨，是谓夷王。父子薨于京师，皆葬洛阳。子弘嗣，桓帝崩，始救国。弘生直弟，直弟立梁太后下。诏以乐安国土碑师租伪先宝，改封弘兴号，封兴号渤海王。历26年薨，是谓孝王。注意伪为伪书也。五子太后立桓帝弟李吴侯窥为渤海王，奉弘兴号4，兴号4，兴号。义延熙8年，窥谋位不道，有司请废之。帝不忍，乃贬为颍陶王，时一县。注意窥，李吴侯一子，和贤王开孙也。窥后因中常侍王府求复国，许谢钱5000万。帝临崩，遗诏。PG 1460。复为渤海王。窥之非辅公，不肯还谢钱。伏怒，因求其过。初，迎立灵帝道路流言窥恨不得立，欲抄征书。而中常侍正飒。一中黄门董腾并任辖通票卿，数与窥交通。2王府司察以为有奸，密告司隶校尉段炯。熙平元年岁，收萨送北4狱。3使尚书令连中诬奏萨等谋淫力窥，大逆不道。
遂诏冀州刺使收窥考时，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之渤海破则窥。窥自杀。妃妾11人，子女70人，妓女24人，皆死狱中。父乡以下以辅导王部中西服诛。窥礼25年国除。西数莫不怜之。注意阴历。注2票吉也。注3北4域名属黄门属。前书音译曰吉若卢玉也。平春悼王权亦以建初4年封。其年薨，葬于京师。无子。国除。注一序汉至平春，现属江夏郡也。清河孝王庆母宋贵人。贵人宋昌8世孙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姨父杨以功效称于乡闾不应州郡之命。杨姑即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。马后闻杨二女皆有才色，因而训之。永平末，选入太子宫，甚有宠。肃宗即位，并为贵人。建初3年，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，征阳卫议郎，裸赐甚渥。贵人长于人氏供奉长乐宫，深意馈传，太后怜之。太后崩后，窦皇后宠盛，以贵人姐妹并姓，庆为太子，心内恶之。于母比杨主谋。PG 1461。现宋氏。而外令兄弟求其先过，内使御者真嗣的诗。僧后于夜。平门夭折的贵人书云病私生兔，令家求之，因屋檐欲作。古道祝祖以兔为验圣之术，日夜毁赠贵人母子，遂见见书。祝义昌文帝10位中尉，以代抵公封壮武侯。祝2比杨主东海王强女。祝3真后也因丑正反。王雅曰真问也。庆初居承禄关，数月窦后奉叶廷令诬奏前事，请家宴食。7年，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赵。赵，梁贵人子也。乃下诏曰：皇太子有失或无常之幸，源自海汝，至今1章，恐袭其母凶恶之风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为天下主。罢义灭亲，况将退乎？一经废庆为清河王。皇子赵宝玉皇后承训怀坚，导达善。幸将成其器。拜庶子慈母，尚有终身之恩，二岂若敌后世政？一名哉！今以赵为皇太子。遂出贵人姐妹至丙舍，使小黄门。蔡伦考时之，皆承奉旨复至其事。3乃载送报事。2贵人同时饮药自杀。4弟由伤之，事业廷令葬于樊卓具。5于是免阳归。本郡县因事复补系之，杨有人前怀令山阳张郡，左冯义配。国刘军等奔走解释，得以免罪。杨师至憔悴，卒于家。庆时虽幼，而知避嫌未获，言不敢及宋氏，帝更怜之，敕皇后令衣服。与太子齐等。太子特亲爱庆，入则共事，出则同舆。及太子即位，是为何帝待庆游卧，诸王莫的位比，常共议私事。注意左传，笞石却杀其子后，君子曰：石却纯臣也恶。周遇而后遇焉。罢义灭亲，其事之谓乎？注2以礼丧服曰：慈母如母。为妾子之无母，父命妾养之，故曰慈母如母者，贵妇之命也。PG 1462。注3复读曰父。注4序汉制曰报氏，属名主中妇人疾病也。注5在洛阳城北也。后庆以长，别居丙舍。永元4年，帝移幸北宫张德殿讲。于白虎关，庆得入省宿旨。帝将诸斗士欲得外戚传，一拒左。又不敢使，
乃令庆司从千城王求夜读内之，又令庆传与中常侍郑西求所故事。二级大将军斗献诸庆，出居邸，赐奴婢300人，与马钱帛为帐珍宝，完好充任。其弟又赐中副以下至左右钱帛各有差。3. 注一前书外戚传也。注2为文帝朱薄昭、武帝朱窦因故事。注3前书因义曰中副患者也。庆多被病，或食不安，帝朝夕问讯，尽善药，所以垂益甚。备庆小心功效，自以废黜，犹未是甚法。每朝夜灵庙长夜，分严庄，衣冠待民。亦曰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进趋。常以贵人葬礼有缺，美妾感恨，至4节服蜡，折寄于私事。窦氏诸后使使乳母于城北瑶祠。及窦太后崩，庆求上仪致哀，帝许之。赵太官祀10己祭具，庆垂涕曰：生虽不获供养，终得奉。祭祀私愿足矣。欲求作祠堂，恐有自同公怀良后之嫌，遂不敢言。2常泣向左右，以为美耻之恨。3后上言外祖母亡年老，遭忧病，下土无医药，愿起义洛阳疗疾。于是诏送士西归。京师除庆就演、郡、盖、先等皆卫郎。注一分半也。PG 1463。注2公怀良后，和帝母梁贵人。注3梅中始年也。15年，有司以日时殷盛，奏遣诸王侯救国。诏曰：甲子之义，则由一人。诸王幼稚，早离故父，若冠相遇，亦常有。了俄凯丰之哀。2选诺之恩，之非国典，且复须留。3至冬，从辞张陵、赵驾诸王与临齐各40人。后中复忏心思未赃，告千余万。赵使按礼之，并则庆不举之状。庆曰：心以师父之尊，选自圣朝，臣于为之言从事听，不甚有所确察。帝嘉其对悉以心赃才赐庆。及帝崩，庆豪气前殿，呕血数声，因已发病。注意师小雅曰：父牺牲我，母牺举我，故我父我出入。父我。注2师小雅曰：寥寥者，匪俄一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。渠劳。师国风曰：太风自南，垂笔吉星。吉星夭夭，无事渠劳。注3选诺，人若辞恋不绝之意也。莫因人言反。东关记。须留作速留。明年，诸王救国，邓太后特听清河王至中尉、内史、次审。务皆取成于上谕，以宋延等并为清河中大夫。宜庆到国，下令：寡人生于深宫，长于朝廷。2仰视民主，垂拱受成。3既以薄幼，早离故父，属遭大忧。4悲怀感伤，蒙恩大国，直为凡夫。心去京师，忧心忡忡，夙夜频吟。为之所立。5盖文治不独理，必须明贤。今官属并居爵任，师 PG 1464。俄世君数望上尊策戒，下免悔疚。其阙都非往，明察典禁，无令孤或怠慢之罪焉。注一序汉兴号，书兴号至兴号曰中大夫，至610无缘。长凤王使至京师。注2鲁哀公与孔子言曰：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见孙亲子也。注3垂拱言无为也。尚书曰：垂拱养成。注4属晋。注5穷穷孤特也。平营访黄也。邓太后以商帝强暴，远虑不虞，亦留庆长子幼与嫡母耿姬，居清河底。至秋，帝崩，立右卫嗣，是为安帝。
太后始终黄门。宋耿姬归国，祝义强以曾伯谓之，及今之小而崩也。崩因必横反。帝所生母左姬，字小娥，小娥姐字大娥，前魏人也。初，国父盛作妖言伏诛，家属梅官，二娥数岁入掖庭，及长，并有才色。小娥善史书，喜辞赋。和帝赐诸王宫人，因入清和帝。庆初闻其美，赏父母以求之。及后性爱极盛，姬妾莫比，姐妹皆族葬于京师。庆历凡25年，乃归国。其年病笃，谓宋衍等曰：“卿和皮帛一玉起骸骨于贵人一棒下官而已。朝廷大恩，犹当应。有辞世，庶母子病时，魂灵有所依避，死复何恨？”乃上书太后曰：“臣国土下失，愿起骸骨，下从贵人于凡卓，虽莫且不朽矣。及今口目尚能言事，冒昧干请。命在呼吸，愿蒙哀怜。”PG 1465，岁薨，年29。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，又使长乐业者、胡舍中业者2人赴护丧事。自龙旗九流，虎奔100人，以比东海公王。2. 太后使掖庭承送左姬丧，与王合葬广丘。祝一皮因毕。祝2其有9流，天子至也。公王强葬，赠以书礼，升龙毛头鸾鹿龙旗，虎奔100人。子闵王虎威4。永初元年，太后封宋衍为圣乡侯，分清河、魏2国，封庆少子长保为广川王，子女11人皆为襄公主。10. 义奉。明年，长保薨，无子，国除。虎威历3年薨，亦无子。邓太后复立乐安王重子延平为卿。和王是魏公王。1. 祝义宠及千城王抗之子。太后崩，有司上言，清河孝王志得纯义，载誉名盛，成天凤座，为交庙主。汉兴，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，宣帝号父位。皇考宜续招募至元义。兴号太，兴号大，兴号宗之意，旧章不忘。2以上尊号曰孝的皇，皇比左氏曰孝的后，孝的皇母宋贵人追，是曰晋颖后。乃告辞高庙，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册书喜寿。兴号之兴号清河追上尊号，又遣中常侍奉太牢词典，护礼仪事中。刘真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试。尊陵曰甘陵，庙曰昭庙，制令。乘设兵车周忏，比张陵。3复以广川邑清河国。尊耿姬为干陵大贵人。又封女帝是南魏聂阳长公主，别的为武阴长公主。九常为濮阳长公主，直的为平氏长公主。于妻主并早卒，故不。PG 1466。即晋爵。追赠晋颖后女帝小贵人应寿，追封氏宋阳为当阳穆侯。4. 杨四子皆为列侯，11个5000户。宋氏为卿、孝、侍中、大夫、业者、郎吏10余人。孝的后，义母弟次及达生2人，诸子9人，皆为清河国郎中。耿贵人者，牟平侯叔之孙也。贵人兄宝，袭封牟平侯，必以保敌救宠遇，甚沃位至大将军，是以见耿书传。注意宣帝复会晋，武帝10号使皇孙，坐立太子是遇害。帝即位，追尊皇考，立庙。注2兴号太，兴号大，兴号宗为祭祀也。左传季桓子曰：旧章不可忘也。注3皇考南顿君陵。注4当阳，今荆州也。兴号延平，兴号历35年薨，子算4。帖地崩，征算议京师。
将议卫4，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直隶，罢归国。算为人严重，动止有度，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。初，中常侍曹腾夜算，算不为礼，患者由此恶之。及帝崩，公卿皆正义立算，而曹腾说梁冀不听，遂立还帝。语在李固传，算有此得罪。建和元年，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伟交通，讹言清河王。当统天子，与共立算。事发觉文等遂结清河相谢稿，将至王宫司马门，议曰：当立王为天子，稿未公。稿不听，骂之，文因刺杀稿。余是补文，委诛之。有司因合奏算，作贬爵位魏氏侯，喜贵阳。自杀。历3年，国爵。PG 1467。注一地记谢作社，盖记传不同。梁冀恶清河民，明年乃改为甘陵。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，今侯李为甘陵王。奉孝的皇嗣是为威王。注意安平王的和贤王开子。李历25年薨，子真王定嗣。并历4年薨，子献王中嗣。黄巾贼起，终为国人所执忌。而视之，灵帝以亲亲故，诏复中国。中历13年薨，4子为皇。今所害，建安11年，以无后，国除。继北惠王寿，母身贵人，颍川人也，是历2010。贵人年13，入掖庭。寿以永元2年封，分泰山郡为国。和帝尊肃宗。故事兄弟皆留京师，恩宠笃密。有司请遣诸王归藩，不忍许之。及帝崩，乃救国。永初元年，邓太后封寿就身转为新亭侯。寿历31年薨。自永初以后，戎狄叛乱，国用不足，始封王。薨，减赋钱为1000万，布万匹。嗣王薨500万，布5000匹。10为受罪尊亲，特赋钱3000万，布3万匹。子节王登嗣。永宁元年，封登第5人为乡侯，皆别识泰山。更历15年薨，子哀王多嗣。多历3年薨，无子。永和4年，历战乡侯安国为冀北王。是为黎王。注意黎因西也。PG 1468。安国立辛号10，辛号7，辛号年薨，子孝王赐嗣。本初元年，封次第。蒙为亭侯。49岁丧父，至孝。建和元年，梁太后下诏曰：冀北王赐以幼年守藩，公履孝道，父梅哀痛，教诲过礼草。鲁土袭，衰胀在身，头部皮目，体生疮肿。亮安以来28月，子诸国有忧，谓之文也，朝廷甚嘉焉。书不云乎，用得章。绝善。诗云：孝子不愧，永习耳类。今增赐封5000户，广。其土语以为孝子恻隐之劳。注仪尚书盘庚之子也。言以道德明之，使敬畏善也。注2师大雅也。惠节也。类善也。永长也。言孝子之行，无有愧节，常赐于汝之族类，教导天下。自立辛号10，辛号7年薨，子栾嗣。栾薨，子正嗣。正薨，无子。建安11年，国除。和贤孝王开以永元2年封，分乐城、渤海、涿郡为国。延平元年救国。开奉遵法度，历人敬之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封。开子义为平原王，奉怀王圣嗣。子德为安平王，奉乐成王党嗣。祝仪胜，和弟子。祝2党，明帝子也。开历42年薨。
子惠王正嗣，正才狠，不奉法宪。顺帝以是欲使吴郡神仅有强能称，故擢为和贤相。景道国业王吴正福积聚殿上，侍郎赞拜，景至不畏礼。一问王所在，虎奔曰：是非王邪？景曰：王不服，常人何别？PG 1469。今乡业王，岂业无礼者邪？王眠而更服，景然后拜。初，驻宫门外，请王负责之曰：前发京师，陛下见受诏以王部公使检督。诸军空受爵禄，而无训导之意，应奏治罪。诏书让正而节则复。仅因捕诸奸人，上按其罪，二杀戮游恶者数十人，出冤狱100余人。正遂未改节，悔过自修。杨家元年，封正，第13人皆为亭侯。注一至，立也。注二上，奏上也，因事杖反。正历10年薨，子征王建嗣。建历10年薨，子安王立嗣。历28年薨，子该嗣。该历41年，未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李吴侯义元初6年，邓太后征冀北，和贤王诸子议京师。其义美仪容，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。亦留在京师。遂于太后崩，安帝乳母王胜与中常侍将军等赠邓至兄弟及义，允与中大。夫赵王谋图不轨，亏于神器，怀大逆心。而贬为都乡侯，遣归和贤。亦于是谢宾客，闭门自处。永建5年，复开尚书，愿分。李吴献以封邑，顺帝从之。注意平原王的五子，故立之也。注二神器欲帝位也。老子曰：天下神器，不可畏也。一族子至嗣，为大将军梁冀所立，是谓桓帝。梁太后诏追尊和贤孝王为孝穆皇，夫人赵氏曰孝穆后，庙曰清庙，陵曰乐成陵。李吴先侯曰孝崇皇，庙曰烈庙，陵曰伯陵。皆制令，呈使司徒持节奉册书，喜受此以太牢。建和2年，更封帝。辛浩兄，辛浩弟，辛浩都乡侯，朔为平原王，刘伯陵奉义后，尊义夫人。PG 1470。马氏魏孝孝崇伯元贵人，以涿郡治良乡、固安、和贤之李吴3县。为汤沐邑。朔嗜酒多过失，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。建安11年，国除。解毒亭侯叔，以和贤孝王子封。叔族子辛浩长，辛浩长，辛浩嗣。辛浩长，辛浩长，辛浩族子弘嗣，为大将军窦武所立，是为灵帝。建明元年，窦太后诏追尊皇祖叔为孝元皇，夫人夏氏曰孝元后。陵曰敦陵，庙曰敬庙。皇考常为孝仁皇，夫人董氏为圣元贵人。陵曰圣陵，庙曰焕庙。皆制令，呈使司徒持节之和贤奉册书。喜受此以太牢，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和贤奉祠。熙平3年，使拜和贤安王立子康为济南王，奉孝仁皇嗣。康薨，子晕嗣。建安12年，为黄巾贼所害。子开嗣，历13年，未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城阳怀王叔，以永元2年分晋因魏国。历5年薨，葬于京师。五子国除，还并晋因。广宗商王万岁，以永元5年封，分巨鹿魏国。其年薨，葬于京师。五子国除，还并巨鹿。平原怀王胜，和帝长子也。不载母氏，少有顾及，延平原。年封。历8年薨，葬于京师。
五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重子的。魏平原王奉圣后是魏哀王。德历6年薨，五子永宁元年，太后又立和贤王开子都乡。侯一魏平原王嗣，安帝废之，国除。论曰：传称五子一妹，甚得而度，有无国者，必其子孙。立章帝长者，是从敦厚，祭祀汉室，贤其苗裔，古人之言信哉？注意一妹，无君之名。左传屈胡庸魏赵文子曰：若天所起，其在今四君乎 ？PG 1471。甚得而度，得不失人，度不失事，有无国者，必此君之子孙也。杜预注云：四君谓一妹也。赞曰：张作不以本之留止，直为抗孙，安邑庆子。和贤多福还临城嗣，冀北无交，皇恩宠饶。平原报故，三王薨朝，一阵阵子孙，或秀或苗。二注意平春王权，广宗王万岁，城阳王孰并薨于京师也。注二阵阵，人后茂也，因之人反。师国风曰：遗儿子孙。阵阵兮。论语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秀而不实者有矣夫。苗未早夭，秀未成长也。
无啦，无咧用啦。哎呀，无啦，咱若要中华迄个加开钱诶。哟，迄是迄个数位机上盒啦。哦，这个
哎呦。用 YouTube 的有啊吧？用 YouTube 应该就有啊吧？